嘿，大家平安，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正月初一，真欢喜，甲观众朋友会使，足欢喜会使甲各位信众朋友做阵迎向2023年，伫遮嘛，先向大家正式讲一声新年快乐，无来点一个名好啊，咱为头来吼，天骄暗安。利亚暗安，陈律心暗安，对暗安，乐山兄暗安，阿杰暗安，夏夜暗安，吴星暗安，希巴暗安，阿酸暗安，夏夜头拄仔讲过啊，好，新的一冬哦，可能有真侪人拢会设定即个新年的新目标。毋知影大家敢已经开始咧计划家己的2023，毋是啊，乐山遐有啥物好笑的？我甲乐山感情有够好，互相安尼称呼应该无啥物问题吼。游戏暗安，大家新年快乐！好啦，毋知影大家敢已经有开始咧计划家己的2023年啊？若准无，其实嘛袂要紧吼。大家先来听看卖别人的，凡说互咱一寡启发。即别人是啥的，今仔日冠生足欢喜会当邀请到一无共的 VTuber 好朋友，咱就做阵来甲各位分享2023年的新年新希望。冠生子，要叫我冠生子嘛是会使啦。好啊，小等迄个信众朋友嘛会使伫开讲室分享恁家己的新年新希望。冠生其实会甲恁监督，对，我会甲恁监督。看恁2023年敢有做甲到吼，好啦，安尼咱其实废话莫讲伤济，安尼咱连绵就邀请到咱的头一位来宾吼。对，已经2023年啊！大家即摆咧写迄个日记的时阵，爱看互斟酌吼。有足侪人伫迄个1月的时阵吼，拢定会甲日记写毋对去吼。大家家己爱注意，好无？好，甲人读是假啊！我今仔日就心咧讲啥，我真正监督的督原来是假仔咧读的读，好，感谢新庄陈小姐，好，非常咱废话也是莫讲伤济吼，咱也咱连绵就邀请咱的头一位来宾吼，这位来宾是谁呢？伊是乐天宫内底上高唱歌，温柔可爱、美丽风采、面容水水。讲家己是第二，无人敢讲是第一。咱即个袂倒众生的气质代理人林冠生，大家想袂到吼，头一位来宾竟然是我家己。咱请冠生来。我到底咧创啥？大家平安，我是冠生。好，咱请这个冠生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啊，你的新年新希望。无，我其实有一寡问题吼，想要请教咱的冠生吼，毋知影冠生敢会当甲我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好无？请问冠生，你家己的频道主要拢是咧经营啥物款的内容咧？大家好，我是迄个乐天宫的分享代理人林冠生。我伫我的频道内底上主要即马拢是用台语甲英语咧配信啦。最近主要是拍电动较济，就是想要互大家伫即个快乐的气氛、快乐的过程中，咱就是看敢会当学一寡知识因为即马足侪学生啊，拢就是上课拢咧耍手机啦，就想讲无要紧，恁爱耍互恁耍，恁若是耍的时阵看一个 VTuber， 看一个台，会使学着一寡知识，安尼
我迄个文昌代理人的工课可能会较轻松啦。好，多谢冠生的分享。请问你伫2022年即年旧年内底吼，敢有学着啥物？毋是学着敢有啥物？你家己感觉足骄傲的一寡成就吼？你有完成啥物代志，想要甲大家分享？我伫2022年吼，我伫2022年完成迄个上重要的，就是咱的初海信伫即个初海信熟悉足侪新的信众朋友这真正是我足欢喜，嘛算讲是出道成功啦就是嘛感谢迄个各位信众朋友伫旧的一年互冠生的支持，大概是安尼。好，安尼，请问你伫2023年，就是未来今年，敢有啥物新年新希望？敢有啥物新的目标？想要甲大家来分享。好，新年的新目标吼，就是主要有3项啦。头一项就是我足希望会使甲一寡海外的 VTuber 会使有一寡交流，因为冠生其实就是毋若是讲台湾话嘛，有时仔嘛会讲英语。我就想讲这其实会使甲海外无共的 VTuber 来联动看卖。安尼应该其实是足趣味的代志，就是咱会使交流看卖，看无共的文化。第二项就是我希望会使，我家己开始感觉足好笑。第二项就是希望会使写3条原创的歌曲，安尼，嘛希望就是我的信众朋友学业、事业拢逐项拢顺时平安啦。大概是安尼多谢大家。好，咱嘛多谢即个林先生甲大家分享想要到竟然无邀请陈律师，无啦，我想讲就是咱逐工拢简单讲就是逐工拢住伫同一间庙其实就是足熟悉。以后合作的机会伤济啊，我就想讲，先甲即个机会邀请，先甲即个机会留互一寡就是平常时无遐接合作的朋友，比如讲我家己安尼，对，来甲大家小姐问一下Crazy 初见平安，应该是新朋友Crazy 平安，律心毋是伫垦丁，律心伫垦丁我拢无咧关心我的同事所以我毋知。对，这就是球员接，无我哪有球员兼裁判，我是裁判兼球员，这无共款主持兼来宾，对，高平安，平安，文聪安安，对，阿成，足久无看对无？那我感觉有一时仔无看阿成平安，克里斯敢是新朋友，克里斯安安，OK， 我有听到律师的新年新希望，就是希望行家拢有熟，好，多谢陈小姐咱即个新年新希望就是分享了后因为冠生是即个文昌代理人嘛，我其实就是想要互大家一寡算讲是祝福啦，就是我会互来宾一个新年的开运礼物所以咧，我嘛有准备一项礼物要互我家己哇，那会遮好，阁有礼物对，无毋对，我是上温柔、上为人设想的代理人林冠生所以咧，我有准备一项礼物要送互咱的林先生，对，好，这项礼物就是其他来宾的礼物所以稍等我会甲这内底足侪开运的礼物送互咱的来宾朋友，就是安尼，
安尼咱林先生你会当退下。好，我到底咧创啥？好，林先生再会。好，无啦，安尼对 ，OK， 希望以后会当有新的大道，安尼可能爱等迄个，若有过烧疫，安尼就会使家己设计大道，迄阵冠先才来设计一寡，就是可能恁定定会用到的，嘿，好，文昌帝君佫会使祈求啥物啊？先甲阿叔小姐问，阿叔，新年快乐，平安安安，文昌帝君佫会使祈求啥物？其实就是有学业啊，你若是有要考试，还是其实无要紧啦。你有啥物愿望，拢会使甲我讲。就是我若我都斗3工，我都会甲你斗3工。所以对，好，好啊，咱离后一位来宾吼，差不多要有10分钟的时间哦，所以冠先就来甲大家分享一个啊，最近感觉足趣味的代志啊，就是大家敢知影新的一年就是好，有人要来新的一年要来考这个客语的认证，对，安尼我感觉这就是迄个啊，就是新年新希望，就是其实嘛毋免想甲伤复杂，就是我感觉新年的目标吼，其实足侪人拢有即种烦恼，就是大家会定足侪可能较因为你会想讲，迄是你一档爱完成的目标，啊，就可能想较足复杂，所以有的人就会想一寡互家己做袂到，伤过困难的目标。啊，其实我是感觉大家会使放较轻松啦，就是其实你一档若是有做2-3项足重要，互你有足大的进步的代志，安尼其实就真了不起啊！所以咱会使为一寡较简单的，可能毋是足重大的代志来开始想，比如讲考一个认证，还是学一个新的语言，其实我感觉安尼拢袂歹，请大家楼顶招楼骹，阿母招阿爸，找人来甲我 subscribe，我真正足需要一寡新的订阅，多谢游戏甲我斗宣传 ，OK， OK， 律师嘛讲了有道理呢，无，我袂当安尼甲大家讲，莫想要减肥，爱想为毋过你若是原底就足重，你想要维持你的体重，安尼就是无要减的意思啊！安尼其实就是无要减的意思。安尼有讲，毋是有讲啦，无讲就是好，维持就是搁想看卖的意思。我遮目标台湾，这是结婚的目标啦。冠星就是。冠星就是读到一半，无啊，就是新年新希望，其实嘛有2种嘛，就是有的人是会甲伊当做一个家己会使去达成的目标来设定，啊，有的人的新年新希望是变做是咧下愿啦，就是希望某一项代志发生，啊，就安尼下愿嘛有，其实拢会使，对，新年快乐，初见平安。这敢是互做用廖之英，我无确定你的名要安怎读，好，想怎雄雄讲到迄个，想怎雄雄讲到拉丁字母的代志，好，我毋知影。好，无要紧，迄啲就是运动姓黄，敢是讲新朋友的名？好，无要紧，
对，或者讲到语言甲政治哦，对，真正是雄雄走出来，会使讨论啦，会使讨论哦，对，哦，等下开讲式的大家是有下啥物？哦，OK，OK，哦，这我无想到，大家会会有共款的愿望啊，嘿，天花暗安，毋知影小等敢会有天花，大家会使期待一下。天雕出世的时阵是日本人，毋过即马感觉家己是台湾人。对啊，其实就是，其实政治这项代志，或者对惯性来讲啦，我是感觉大家人，就是咱应该爱尊重大家人有选择家己的认同的即个权利啦。就比如讲，无一定爱讲民族啊，若准讲性别，有的人就是。伊生出来的可能有一寡器官，毋过伊要是感觉家己可能是查甫还是查某啊，反正嘛有人就是感觉家己无需要硬要甲家己搭一个性别，安尼其实咱嘛是会使甲尊重伊家己的认同嘛，所以当然族群嘛是安尼，所以你感觉你是啥物人，你就是啥物人，你感觉你毋是人，你若感觉你是一只猫啊。还是你家己感觉我就是一只狗，这嘛无问题，所以咱毋免去强迫别个人，就是一定爱认为家己是啥物人啦，对。阿咪平安，阿咪新年快乐，Mercury 平安 ，Mercury 新年快乐，哈，鸡肉国，啥物时阵有鸡肉国这种物件？就心你是家己独立建国，还是安怎？家己独立建一个鸡肉国？好，嘛是会使。OK， 天花出世的时阵是人类，即嘛是精灵。对啦，有时就是出世的时阵，甲落尾迄个身份会无共，即嘛是真正常的代志。对啦，确实就是语言甲政治，无啦，生活当中逐项代志拢会甲政治有关系啊，这嘛是，对，好，原底是想要叫大家来分享大家新年目标，毋过毋知影是安怎，大家开始咧分享家己的认同啊，有感觉家己是变色的，嘛有人感觉家己是乌蝶，嘛袂歹，惯性感觉家己是啥物咧？缘投的乌狗兄应该嘛算是一种家己的认同。千鸟，你讲的鸡肉国听起来足好食的意思，你是要直接甲伊规个国家拢食去哦，还是安怎？无啦，开始后壁讲。无乌狗兄是咧讲就是。无啊，乌狗兄就是讲缘投的查甫囡仔的意思啊，敢有啥物问题？乌狗兄应该无啥物问题才对。对，新社的一个教育团体吼，应该是，无啦，我感觉比起即个新社的一个教育团体，佫较大的问题，应该是。文昌帝君代理人是一个管教育的职位，这个问题佫较大。歹势，我拍的啊，救命！浩浩，敢会当叫你浩浩，初见平安，新年快乐，祝福你兔年大发财，好，时间嘛差不多会使请到咱的头一位来宾来啊。头一位来宾已经准备好啊！好，咱请咱的头一位来宾，毋知影即摆敢有伫线顶 ？Hello，伫遮，毋过
发现一项代志，就是我即马 Discord 无收到你的声，歹势救命！对，无我听会到你的声，啊，毋过我的 OBS 即马有问题，所以哇，无，哦，变做是你听无我的声啊好。哦，你有听到？好，啊，即马是观众朋友无听到你的声，我即马调整一下。来，敢会当请你讲两句话？啊，好，大家拢无听到，稍等啊。太安尼。应该啊，有，即马有。什么？有啊，啊，好。我讲无啊。有啊，先讲啊。我要紧，你是有20分钟，足侪时间。歹势，甲你浪费1分钟，是的。我要紧啊，我20分钟可能都唔知要讲啥物啊。哇，救命！太讲就difficult 的呢。做 difficult。difficult 呢？是讲我做歹开讲的意思对无？是，我就袂晓甲人讲，就是我大讲就白的。做白的，你讲话那陈如心讲英语感觉。因为你讲你会晓讲台语甲英语，我想讲好啊，我就是台语袂晓讲的时阵，我就会晓讲。Okay. So if you want to chat in English. Nice. Yes, I can speak a little English, you know. Okay. 袂歹呢。Yeah, yeah. Okay. My English is good, better than my Chinese language, you know. Okay. I thought you were going to say your English is better than 陈如心。Yes. 我想讲那会遮过分。Really? 毋过 yeah, really. No. Yeah, thank you. Good. Okay. 我拄仔有看，伊想要行街啊，白的。敢有感觉到迄个危险的感觉？对啊，我都唔敢出声。先恭喜吼，就是顶摆迄个行街啊节哦，你有成功活落来，无互陈如心食。好胜的，真好。对，真好势。感谢你的邀请。袂，是我爱感谢迄个前辈吼，感谢先辈啦。先辈啊，袂啦，我啥物先辈，只是一只鸡尔，哇，一只鸡。OK。啊，对，就是。即马要创啥？即马要创啥？毋知影蔡记敢有想要甲大家小介绍一下你的频道，主要拢咧做啥物？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安，我的名字是菜鸡、菜椒啊、菜鸡。我是大喙椒啊，毋是鸡哦，歹势，我袂记啊。我频道，对啊，我拢是咧讲话，就是拍电脑讲话啊，算 play game。玩游戏讲话，杂谈。OK。有古水的歌，唱歌。我就是头一摆会注意到先摆，就是先摆迄条，迄个有说话，你甲有说话哦，你甲翻做台语。哇，这就困难呢。因为我台语无遮尔啊好，迄条歌我想的1年半的时间才想到讲可能爱安怎写，我无法度啊，就安尼啊，所以才只有一段，就我无法度啊，后壁就毋知要写啥物，写啥物字咧，说话，有说话，袂歹呢，袂歹呢，刘星，会使搁写一摆我写一摆有说话，有说话。家己讲过几摆，我真正有说。我真袂歹嘞，即种。系啊，活4年就是有说话，袂歹呢。真正变做做古锥的歌。系啊，说话，袂歹呢，真正袂歹。
最近是毋是阁有一条新的？就是诶，敢若甲大家倒一项我去年是唱沙雕里，啊，今年是唱电火王。嘿，电火王，拢是台语，电火王。你若是想要笑一段嘛是会使。哦，电火王电火看到电火王，毋知要安怎电。即条歌就歹势啦。其实我嘛真你有喜听过？啊，你真介有哦。我真喜美秀集团啊。啊，对啊，迄个歌拢足够对的。对。电火王去洗我。是要斗做一条新的歌就对啊。有洗我。感谢大家。就歹势。现在会歹势，无我感觉你唱足厉害啊。真啊，我种台语就无好诶，我感觉好讲，我别讲话时间。袂啦。感谢你拢介意，我就欢喜诶。Very thank you, very thank you. OK，very thank 大家安尼。Very thank 大家，哇，You are 台语甲英语真正 good。Very 难做伙啊你。Very 难做伙对。食到丹有些喙暖啦。哎呦，一緒你。是日文。好。我哪个下面才讲？无啊，就是讲。我就是台语无正好，但是我少介意唱歌的，所以我拢会就是练台语歌。其实我有问题想要请教先輩啦，就是2022年啊，你敢有感觉你有一寡做了足好，會使足驕傲，甲大家分享的一寡過去一年你做的代志？我感覺我做真好的一塊代志，就是我 I made a 3D model。突然英語，就是我有一個3D 模組。我感覺真好耍，我嘛耍甲真歡喜，但是因為迄首大隻攏無法度，只嘛甲伊摕出來。迄隻是毋是開足濟錢啊？對啊，幾萬塊，嘛是愛幾萬塊。現在想着愛甲伊迄個變做出來。哦，因為就講。若是有即個3D， 我就有一天就會使甲我的粉絲友會使出來見面。哦。對啊，就方便，安尼就毋免驚講我出去看我的粉絲，會有啥物代誌安尼？代誌是啥物？我台語無好，就是講就方便啦，安尼會使看到大家嘛真趣味安尼。有人講安尼是 RTX on。Yes。毋過迄應該會足熱的對吧？若真是真正。比一般的還要不那麼熱，還好。還可以，因為內底是真涼，但是真重啊，就是行路的時陣會感覺足忝的。就是飛碟，就是袂死佇內底就對啊。有可能袂直接變做真正是行家啊！賣安尼啦，賣行家啊啦！賣閣講行家的代志會驚，叫恐怖呢！會有迄個 PTSD 會走出來，就是來這邊走一轉，差點唔知要安怎出去。以後都唔敢來甲新銷合作啊！唔要緊啊，你是安全的，劉星就恐怖啊！我是安全的，對。劉星一直講我想要甲我做伙去看我。我說會甲你迄個頭對，頭對你轉去厝呢？危險。無啦，其實我甲律師，有人講伊的迄個蚵絲足好食啊，迄敢是你的觀眾朋友？救命！安尼唔好啦。你甲你蚵絲食起，你都無節目通看吼。對啊，我足夠水呢，袂使食完呢。毋過其實我甲律師有分工啦，就是律師是專門食鳥仔類的。我
有分工是分食哦。对啊。安尼分哦。我专门食牛的啦，所以安尼好，安尼你安全，你安全。好啊，乳嘛真好食，讲到食的物件我拢就熬，熬咩？熬 good，台语的真老，真高。good。OK， 头拄讲2022年吼，毋过旧的一年已经过去啊，所以嘛想要，你敢有想要甲大家分享你的2023年有啥物新年新希望啊？我新年新希望就是希望讲我会到30subscribe，啊，就是希望你的订阅，会使有超过3000啊。就简单的目标，就是我目标就单纯。无别项，敢无别项？就是希望会使学一点俚语，我的俚语会使 very very good。会使 very very good。哦，安尼找我就对啊。俚语呢？无这都唔对啊。这就唔对，台语应该会使会使来交流啦。因为有时间嘛是爱想要唱台语歌，啊嘛唔知影有啥物歌好唱的啊，台语嘛无真好。即届的电火王拢是听歌听足侪摆，然后学袂唱的，我拢会惊讲无标准，我真正会惊呢，因为拢无人甲我讲电火王要安怎。因为我就惊讲会别人会感觉讲我讲的无标准。对，我嘛是呢，我若是要唱日语歌的时阵，我嘛是足惊的。对啊，但是我想讲就后来啦，应该是无要紧的。要紧啦，你遐尔古锥对无？看我古锥就好。就啥物拢会使原谅啊。对啊，就是对啊。但是我是感觉讲免惊讲台语学讲。对啊，试看卖。或者，万一讲唔对，有人甲你讲安怎，你就你就学着嘛是会使。对。我愈来愈细声哦，我还没。无要紧。完了。我偷偷甲你愈调愈大声。大声，好。免惊，愈是安尼愈惊。好 ，OK。I think I have to go。要逃走啊你？会惊。我想着我可能我有代志，无啦，我无啥物代志。其实真正足危险吼，今仔日吼，咱来惯性的房间，其实就心，伊都伫。无要紧。大讲一间宫吼，所以。即马安全。暂时安全。若是有那个咔，先卖开门。我先走，我先去那个窗户。对啊，你会使用飞吼。我先走，对。你敢知影律师嘛会飞？就恐怖。足恐怖。袂使，真唔好。讲啥物3000电话嘛？电话。还有学俚语，会使学新的歌，唱歌。咁已经有想好要唱啥物歌，还是？是有啊，但是我即马还未学。所以先莫讲的意思。对。袂歹。唱袂出来。想要学一点台语甲俚语的歌，但是就是还未晓。唱歌，乖。还佫要想讲，今年有啥物会使好耍的节目会使做看卖节目。安尼足期待吼。我嘛唔知今年要安怎。今年，你真正唔知今年。无啊，先摆已经开始有一寡目标啊。对啊，免烦恼，一定会愈来愈好的。开始愈来愈好，希望会使大家拢愈来愈好。对，信众朋友、里面朋友，希望大家新的一年拢会使顺时平安。Yes。OK。
Okay, now we talk about English. Oh, really? No. Okay. Wow. Why your English is so good? Maybe it's because I listen to the radio and Wow. I listen a lot. So yeah. Oh, So I just because I love a lot of language. I like Thai, I like I like English. okay, and maybe Ziggy. 希望会当后一摆会晓讲俚语就好啊。会使。但是拢无时间学俚语安尼。不要紧，你会使找录心练习，伊会晓讲。你是认真的吗？你是认真的？伊小可会晓讲的部分是认真的哦，啊，毋过吼，可能爱注意安全。我是安全第一啦。哦，这 OK 你。安尼嘛，安尼也是蛮好啊。哦，刘星就厉害诶，真好呢。好啦，好，这都是吼为着要帮助咱的里长先摆会使赶紧达成伊的迄个3000订阅的目标，所以请大家会使来订阅先摆的 YouTube 对。哇，真好呢！哇，感谢呢！感谢，对。安尼互你1分钟的时间，你会使大力宣传一下你的频道，好无？啊，我来看，我来想看卖要安怎讲。感谢大家，祝福大家后选人菜鸡，拜托支持，斗相共。我袂晓啊，我台语讲话就无好。无要紧，希望安尼有救着。电视看的。哦，看电视知啊，哎呀，台语东西看。无要紧，后摆嘛会使看 VTuber 学台语。哦，好啊，若是有闲的时阵，都会来看关心啊，看大家。哦，无要看就先知影啊。看流星是安全的，用看的是安全，联动就无迄定啊。联动就拜拜，再会啊！哇，救命啊！等等，这边安怎讲来着？叫做那叫什么？中文叫什么都忘记了。那个心结，一样。无啦，大家拢足够水啊。干拢嘛会使联动啊。好，安尼嘛足期待，就是后摆咱会使做伙过来联动。若是有啥物好耍呢？节目嘛是会使联动，啊无好耍嘛会使联动，无耍。OK。拍电脑耍游戏嘛是会使啦。对。安尼讲到迄个想要学日语嘛，所以其实冠生有准备一个礼物，要送互先摆。这是咱迄个新川提供的即个日语随讲随袂晓马摩利，应该是安尼读的，应该啦，不要紧，差不多啦，我知影看起来是啥物就好。大家看起来知影是啥物话就好啊，名讲毋对袂要紧。就心知影，我妈妈你，对，反正后摆真正会使甲伊学日文吼。好。你若是学袂晓，我就减一块肉呢。差不多啦，对啦，看得出来是啥物就好诶，但是那也是日本诶，为啥物是安尼？无啊。为啥物是日本诶？因为你讲要学日语啊。我就想讲，对吧？就是日本的较厉害的，你要学日语，安尼当日本的。日本的哦，厉害哦，这我对。OK，会使接受吼。会使接受，真好，啊有巧。感谢先摆迄个学了。会啦，好啊，就嘛是祝福，是会使1天订阅忘记了，讲3摆啊，我都袂记啊订阅，嘿。订阅，多谢，加油，多谢先摆。袂啦，大家都会加油。大家做一定加油。好，以小你 OK，我
我要走啊。OK，感谢感谢。对，先拜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拜拜。好，再会。好，多谢李长吼，多谢李长的甲我开讲。好，咱随来后一位来宾，后一位来宾是咱迄个缘投阁漂泊的即个插头人，陆山兄，咱有请陆山兄。嘿，关心兄。陆山兄平安。平安平安，大家安安。大家安安。大家敢有看到伊讲话时阵，就随有迄个缘投阁漂泊的伊个面。缘投阁漂泊，多谢多谢。多谢。你无去嫌嘛？甲我共款，缘投阁漂泊。陆山兄，敢有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个你的频道，还是你的？你平常时拢在创啥物咧？我的频道吼，讲起来真歹势啦。我其实吼，我即摆啊无啥物机会会使海信，我即摆袂海信讲足稳定的啦。咱是一个双人团体，咱叫做热烈欢迎。中文就是热烈欢迎，是我迄个陆爽的迄字录啦。就是我会用台语海信，希望会使甲大家用家己的母语开讲交流安尼啦。开讲交流，所以平时迄个节目的内容大概是嘛是我即马是有时阵会算电动啊，也是画图迄类的啦，杂谈即种。画图。即马做者朋友拢会晓画图。无啦，凊彩画画。凊彩画画哦。系啊，画一个家己欢喜的。家己欢喜嘛，互大家欢喜安尼。嘿，大家拢会使欢喜的上好。无毋对。顶摆若是迄个陈律师嘛有招做者信众朋友同齐画图。反正后摆有机会会使甲陆山兄斗阵画图，那啥嘛袂歹啊。好，期待。好，无问题。好，安尼，则想要请教一下，就是毋知影你2022年，就是敢有啥物你感觉上大的成就，想要甲大家点一个。上大的成就，我感觉就是算讲应该是我即马会晓看台文啦。恭喜！我之前就想要学。结果一直找无撇步。即摆会晓啊！安尼上尾敢有啥物？你感觉就是学晓台文上关键、上重要的迄步，迄个美感，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下。迄个美感哦。我发现吼，其实是我伫咧推特啊，有咧甲大家讲台文，安尼就进步足紧的。嘿啊！这是我感觉我影响上大的撇步啦。安尼大家听互斟酌吼，若是嘛有想要学台文，其实想要学别的语言，可能嘛是共款对吧？就是会使去找陆山兄开讲就对啊。无啦，就是爱加用啦，加讲加用，就自然就会较够啊。无毋对。安尼毋知影陆山兄2023年，敢有啥物新的目标、新年新希望？2023年，我有想到3项。我有想到3项代志。头一个就是我上大的烦恼，就是希望我海信的时间会使较稳定的啦。上无一礼拜嘛是爱有一希望啦。加油！好，我会加油。大家拢无简单啦。嘿啊，大家拢真无用。嘿啊，迄是头一项。第二项是
希望吼，我会较早困的，较早起来，莫会伫咧半暝做小狗啦。做小狗，具体是安怎做小狗？就是你敢有听过半暝小狗伫遐咧哀？哦，你是讲真实的迄种狗仔咧？有啊，哀叫的意思。系啊，你敢无听过？伫咧半暝，就毋知为虾米你时拢无咧哀，啊伫咧暗时就吊工伫迄种，吵人咧困，就毋知影是看到虾米物件伫遐咧哀叫。所以你暗时做小狗，就是吊工咧，甲你的厝边吵的意思。嘛无啦。哦，嘛无啦，我就踮的，我是好厝边。啊，安尼袂歹。做一个好厝边好。哦，甲我的厝边无共款。你的厝边暗时会哀哦。其实我才是无咧困的迄个啦。哦。因就会甲我弄问，我就会讲，我就会做生气，就讲哦，家在我还袂困，我要咧练拍鼓，无啦，无。我别讲诶，你无要困，大家拢免困安尼。对，不要讲嘛免困啊。无啦，我无咧拍鼓啦，讲笑。毋过真实就是我有时暗时嘛拢就是无爱困。嘿啊，就是嘛毋是困袂去，就是无想要困。对，我做了解即种心情。嘿啊，其实我定定拢倒落着，马上就困去，但是我就是无想要困啊。我就是无想要困。可能你做一工的工课做了，你都想要有一寡家己的时间嘛。对，家己的时间。就可能爱拍一个电动，开一个台，才愿意来困。画一下图诶，做一寡别项凊彩拢会使，就是无要困。食一个宵夜嘛欢喜吼。嘿啊。毋过你讲你新年的新希望是你无想要搁安尼哦。嘿啊，我就想讲，其实你困伤少，你睡的时阵嘛是会有迄影响啊。对啦。嘿啊，做工课的时阵就要拄久，所以安尼袂使。听讲若是长期困无饱，记忆嘛会变歹。有可能啊，无怪。是安怎？你是有即种经验呢？有。哦，安尼好。安尼严重啊！爱保养你的脑部啊！嘿，虽然讲是插头做的，但是嘛是爱保养一下。嘛是爱保养哦，较切合清气。抹一下油，互伊光光。嘿，插头拢有迄种保养专门的迄种油，爱抹一下。所以迄敢算是乐山遐的保养品。对。安尼大家知影哦，各位迄个厂商吼，若是要找乐山遐业配吼。互我皮肤咕溜咕溜。对，会使有迄个专门保养插头的油，会使来找乐山遐。对。乐山遐头拄仔讲过有第三项对吧？嘿，拄则迄第2项，这第3项是。我希望会使搁较认真的用，搁较侪语言，甲大家交流，甲大家开讲啦。嘿啊，就是发现即马网络世界真神奇。对，就是。对，我伫咧推特嘛有看到足侪外国的朋友。对。嘿啊。就足侪无共款所在的人，拢会使伫即个。网络世界会使，就是连结做伙。对啊。就想讲因有时阵有一寡朋友是对布袋戏有兴趣的，因为我是一只布袋戏人啊嘛。对。有时阵因对布袋戏有兴趣，但是因袂晓讲台语，甚至是袂晓讲中文、讲华语，我就想讲这有法度遐尼介意，实在是我对你较好诶。嘿啊，但是就是有时阵用英语啊，是用日语画着一点仔卡。想要讲到搁较练长的意思就对。嘿，想要讲较搁较练长的，爱搁练啊。
所以安尼落山兄，即马想要学的主要就是英语甲日语。还有台语。其实我台语嘛是普通，我伫咧都市住真久啊。啊，原来是安尼，都市的布袋戏翁啊。嘿，我伫咧都市大汉的布袋戏翁啊。啊。安尼其实甲冠星差不多，冠星就是英语甲台语也会使，啊，毋过日本话无啥会晓讲，啊，毋过嘛有想讲新的一年来加强一个。袂歹，袂歹，学新的物件，真趣味。嘛是种保养头脑的方式啦。较袂记你东，袂记你西。对啊，我听讲佫有一寡人，伊是专门为着要互头脑训练，啊，因为安尼来专门学一个语言，即种人嘛。遐尼厉害。对，现在还遮忝。趣味。学一个新的语言嘛是爱有人甲伊斗阵讲。对啦。才有法度。爱练习。加在即马网络做利便啦，较有即种机会。嘿啊。差不多是安尼。我今年2023年的3个目标啦。安尼祝福落山遐会使达成顺利达成这3个目标。我才有足侪人开始咧讲啥物学语言足爽诶，学语言足好耍诶。是啥意思？足好耍诶。对，就是毋知可能有诶人就是，有诶人就是对语言就是会足有兴趣。系啊，即马学落来嘛是感觉，其实像我咧学日语诶时阵，台语甲日语有足侪。有一寡共款的部分，嘛真趣味啊。听讲韩国话甲台语其实嘛有足侪事足像。有，但是韩国语我就无啥咧研究啊。但是我有听讲有安尼。对，我嘛有想过，其实偷甲大家讲，我嘛有想过，凡说会使学韩国语，啊，毋过迄个因个字对我来讲较困难，较需要学，所以要袂开始学。袂要紧，豆来一项来。听讲日语学会晓了后，韩国语会学较紧。听讲因的迄个语法可能有一寡所在较像。对，听讲伊因迄个名字甲动词的顺序是共款的。对，听讲迄个足侪，就是语言大概拢会使分，照伊迄个主数、受数甲迄个动词的顺序来排。有听过。你看咱就是爱加讲，加交流。对，加交流啦，加交流的愈来愈，当然就愈来愈够讲。系啊。对啊，袂歹，真欢喜呢。我嘛真欢喜会使熟悉落山兄啦。关心兄我嘛真欢喜会使熟悉你。欢喜。期待以后若阵调工要做阵来讲英语。英语嘛是会使挑战一个。强迫你练习安尼嘛是会使。强迫我练习是安怎？开始咧，甲你虐待啊！叫你爱练习，无啦，讲笑。不要紧，进步的过程是辛苦，是艰苦的，我知影。无啦，对，我嘛有准备一项礼物要送互落山兄。我要摕你，要摕我，送你时间。我知影学语言需要足侪时间。所以无啦，还行来就侪时间。我知影。对呢，其实我原底是有准备，原底毋是要送即项毋过你那时候做有需要，安尼嘛是会使。你会使先提出你本来准备的物件。互你紧的意思，嘛会使。我全部拢爱。你全部拢爱，好，无要紧。你敢讨，我就敢互你，无要紧。送你一本
台英书店啊。书店安尼袂歹，台英书店，无毋对哦，祝互你看有台语、英语拢会使进步。会对呢，上无爱看有其中一项，才有法度使用的书店。不要紧，豆豆来。多谢，即摆有时间，你即摆时间足济吼，不要紧。对，拢互你，好，拢互我，全部拢爱，我全部拢爱，囡仔人才做选择，对，我即摆大人啊，全部拢爱，会使，多谢陆山兄，多谢，安心，多谢，你迄时间，迄钱仔会使囥转去。你无要抵啊你？先，互你后来搁要用诶。我想讲，你即摆搁要用诶。先寄我遮吼，先等放送了，再来甲我摕。好。OK，这本书店吼，请你早点。多谢，我即摆甲我诶名写起哩。到底诶，对我诶啊。上重要诶吼，甲大家宣传一个陆山兄诶频道。毋过陆山兄留互我诶是 Twitter， 你敢是？邀请大家。就是先大家使先来我的推特甲我耍啦，因为我即摆的频道无啥物物件会使互大家看的。嘿，安尼就请大家甲陆山加开讲吼。好，安尼我甲迄个陆山兄的推特大底开讲式，请大家使去追踪。多谢。有信众朋友甲你讲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头拄仔是毋是无甲你讲新年快乐？陆山兄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冠生兄嘛新年快乐。快乐，有陆山兄就真快乐啊！大家拢新年快乐，哈哈。OK， 对，互陆山兄1分钟的时间来甲大家大力宣传你的 Twitter 好无？好。大家好，我是陆山，热烈欢迎，永远欢迎啊！大家会使来看我的 Twitter， 因为我即摆的频道其实无啥物物件，但是以后我会拍拼，囥一寡趣味物件伫阮的频道馆顶。大家来阮的 Twitter 的时阵，嘛会使来看我的好朋友，伊是烈的。伊叫四芝芝伊是一支番仔火人啦，伊顶悬套一个纸箱仔，真好啉。番仔火人 ，OK。伊是番仔火人，安尼严格讲起来，阮拢是插头人。对，阮拢是插头。好啦，大家若是无去，会使来找阮耍啊。下咧遐是伊较知影，伊较了解迄种台剧啊、音乐剧迄种的音乐剧，大家若是有兴趣，会使找伊开讲。差不多就是安尼。开讲是有看到你的迄个，我敢毋通叫伊阿烈。对，伊敢有来？我对，敢是？有来。对，我有甲讲，哈哈哈。欢迎。伊的频道有较侪物件通看，会使先去看伊的频道啦。OK。你家己的拍呢？你问讲伊敢有来？我有甲讲啊，但是我无确定伊敢会记得。原来是安尼。应该有。真多谢陆山兄。真欢喜。欢喜。以后搁斗阵耍，做伙耍。无问题，足期待。耶！好啦，先安尼。OK。先安尼。好，多谢陆山兄。多谢冠生兄。好，陆山兄再会。再会。OK， 好，咱后一位来宾，毋知影敢到位啊？大家拢做够把握时间吼。好，
咱后一位来宾是听讲永远困袂饱的兔仔，对，今年是兔年吼，希望咱这位兔仔朋友今年会使困好饱哦，今年是伊的年吼。好，我先请伊出来，hello， 免比平安。大家好，大家好，你听有吗？刚有声哦，来，阮迄个我的同事讲你做古锥的，多谢，大家好，我是棉笔，我叫有一撮问题，所以我无听到，所以我无要紧吼免比，敢有想要甲大家介绍一下，你平常时拢咧创啥物？你的频道内底拢咧创啥物？我平常时拢去食一撮物件，甲大家开讲，还有打游戏。耍 game 耍游戏。耍 game。还有困。你困互大家看？困真济。无我家己困。我就是有个人会开迄种，就是困面台，就是困互大家看。嘛有人安尼。我的房间无爱好干。对，佮有迄种就是伊开迄个困互大家看的台啦，就是你若是有甲伊赞助，你若是有互伊钱，伊就会甲伊插精神，伊就免困。安尼袂使。对，安尼袂使。安尼我一工就这时阵敢困，伊搁甲我吵。有够凄惨的。太过分啊！大家看起来拢做介意看你食物件，迄个你的喙伫遐。我进古锥吼，这是我的 partner。语以为的。你的 partner？你是讲你手中的？安怎讲？就是我的朋友以为。以为我就是咧食你的 partner， 歹势。毋是迄个意思。因为阮遮我的同事伊会甲伊会甲伊的联动的迄个伊联动的对象伊会甲伊食掉啦，所以我紧我食我的 fans。你嘛食你的 fans？ 哇，即马是安怎？我的 fans 叫做棉花糖。对，我有注意到。即马是流行，大家拢甲家己的 fans 食去啊。嘿啊，真好食。其实我的 fans 是变色吼，嘛是食物啦，所以，敢知影变色就是甲水饺有淡薄仔像。馄饨嘿啊。对，无毋对，就是迄。毋过我袂甲因食掉啦。好，安尼，你敢会想要甲大家分享，就是你2022年敢有完成啥物足骄傲的代志？我感觉上重要的代志就是救救人。歹势，你头拄仔讲。没事。最重要的事就是可以跟大家相遇，能够在这样的时间遇到你。哎呦，足感动的。就是对，其实我嘛是会感觉，就是无啦，就是因为我是2022年才出道的，就是感觉会使拄到大家真正是上欢喜的代志。而且我阁是年尾出生的，11月。安尼对，真正是，安尼就是出道一个偌月对。一个月啊，一丝丝啊。安尼，所以上重要就是拄到大家嘛。安尼，
你敢有新的一年啊？敢有互家己设一寡新的愿望？新年新希望，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个。上重要的当然就是我要个收集更多棉花糖，然后吃掉它们。OK， 所以你的 fans 会愈来愈侪，你就会甲食掉，就愈来愈少安尼。没啊，伊伫我的身躯内底。哦哇 ，OK， 变做你的一部分安尼。应该是我的。哦哇 ，OK， 好，除了这个愿望了后，出现啊，你的迄个你食起的 fans， 伫开讲室出现啊，敢有想要甲伊小姐问？早安。然后另外就是我如果可以，我希望再出一个 cover 吧。敢有已经想好要 cover 倒一条歌？袂，我等我满一年的时阵，我阁想看觅。好，安尼可能要等足久吼。安尼满一年是11月对吧？紧搞来，时间足真久诶。对，要紧，新年的新希望，就是要有一年的时间。嘿啊。对，会使慢慢啊。无，因为这是头一摆甲土仔讲话，所以会较紧张。对。哇，今年应该真侪土仔吧？对啦，今年，而且今年是土仔年吼，今年是兔年。对啊，兔年，你正做一只兔仔，就是兔年，敢会有啥物想要特别庆祝，还是有啥物会使甲大家分享一寡可能甲兔仔有关系的代志？兔仔这我是有去准备啦，毋过袂好，这请大家敬请期待。所以这是兔年加专门为着兔年来设计的是。嘿啊，而且以后有可能常常出现伫我的频道。好，多谢。我想看卖哦。安尼，我讲有兔仔囝，有人直接安尼甲你问哦？无我聊天室迄我看无伊去讲啥。我看卖哦，倒一条因讲做一条，我看卖。兔仔囝。上尾啊，迄个啊。上尾讲迄个好，安尼我甲你小解一下，就是我有一位同事，伊号做陈律心，今仔日无来啦，因为我甲伊感情无好，所以我无邀请伊来。伊有伫开讲室，就是伊，就是即马讲迄个律心含兔仔共款，无咧食红菜头。对诶，是安怎？免比你食的迄个菜头是白色的。我介意食白菜头。你嘛无介意食红菜头呢？会使食，毋过我较介意食白色的。原来是安尼。白色的较好食。对，迄食起来迄个气味完全无共款。嘿啊。对，就是我即位同事，毋知影是安怎吼，就是有个人感觉伊足像兔仔，我是感觉无像啦，所以，头拄仔你讲看无迄条迄个老话，伊是讲律心敢有像兔仔，毋过，你应该甲律心也无熟悉对吧？无。后摆有机会才介绍恁来熟悉。嘛有人想要问你迄个，对，头拄仔我嘛有听到，就是你是毋是有迄个宜兰腔？毋知诶，毋过有真侪人是讲你
你是住倒位？你是南部吗？哦，是哦，因为你，我唔知，我的乡国语是为倒位来的。因为你头拄仔就讲真济人，这就是啊，无安尼你洗身躯你拢安怎讲？洗身躯啊？哦，因为有听讲宜兰人有会讲洗婚书。哦，洗婚书嘛有讲啊。哦，嘛有讲哦。哦，安尼有可能是宜兰的土啊。诶，烈风魔初见平安，这敢是你的观众朋友？初见。哦，你嘛是初见。我无看过伊。哦，好，安尼真正吼，两个人拢是初见。有人讲迄个红菜头，有人讲红菜头的迄个营养其实嘛普通尔，所以其实毋免食。其实迄营养素吼，就是伫每一个食物内底嘛是拢有，你只要有平均去食就好，无一定讲你爱食红菜头，还是食啥物物件。啊，所以，哦，毋过有听人讲迄个啥物红菜头里面，会有啥物贝塔啥物红菜头素的，就是顾目睭的迄个。顾目睭像人嘛，讲迄啥物鱼油嘛是顾目睭的啊。哦，对。有真济款物件啊。哦，好啦，所以其实就是莫伤过经食嘛，就是。就是拢爱食，爱食拢爱食啦。哦，红毛讲伊是红白迄个合作啥？伊直就是有迄个 VTuber 红白的节目来的啊。哦，对。是迄唱歌迄。有真济人拢唱歌，啊，毋过嘛有人做一寡其他的表演啦，有跳迄个健康操的啦。健康操。就是迄个 Lucy， 你是哪会遮尔高迄条？嘛有。伤过健康啊！无你嘛做健康啊！你一直咧食菜呢。菜头好食。菜头好食 ，OK。菜头真正袂歹。我昨昏是记我的名称景拄过的。哈，你是讲昨跨年的时阵？啊，你敢有看迄个烟火？我无个，我迄个时阵应该是困去啊。哦，就是伫眠床顶度过的意思就是困去安尼。嘿嘿。安尼，哈？有人讲啥物神童啊嘛，顾目睭。哦 ，OK。好，无代志。听有就好，听就好。无啦，安尼，想看觅，佫有啥物要问？你感觉有啥物其他的，就是新年的新希望，就是想要甲大家佫分享一个。像拄则讲的就真济啊，毋过我嘛是希望大家我会使平安顺遂、健康。好，安尼我就摕出我准备的礼物啦。就是我有准备的，对，开运的礼物，互你，帮助你达成你的新年目标吼。好，我无爱字典，谢谢。哈，无爱啥物？字典。哦，字典。字典。字典。救命！我不要字典，字典。哦，你无爱字典 ，OK，无惯性的迄个华语讲了无介好，所以有时会听无，是的，无，这是迄个。我讲了无标准。袂，我佫较无标准，我就无爱讲，讲互大家听。好啦，就是因为我梦到，我梦到你讲，你伫迄个新的一年想要
做一寡新的计划，邀请别人来，所以我就想讲，送你遮的批卡啦，互你写批，哦，你会使写批去邀请别人，嘿，给我写，嘿，袂，哦，字典真正是会互人气嫌。我感觉讲这个希望有一寡太难达成。敢会？哦，当辉昨日收到你的邀请，我嘛，哇，想讲哇，我会雄有人邀请我这家己这无认真的人来。无啊，就想讲，因为看到你迄个自我小介，就是有写迄个，你有写一个万单记，啊，佮有一个三角形，我就想讲，安尼，会雕工写伫顶悬，应该就是有兴趣，想要讲安尼。而且咱兔年哪会当无兔仔对无？一只遮古锥的兔仔，当然爱甲邀请。哦。所以就想讲，无毋对。无啥物会晓。啊，想无你毋是画一个钉钉，迄个尖尖歪安尼。对。你若是讲你要找我讲英语，我就讲钉钉 ，OK。后一届才搁讲。后摆有机会再来讲英语。我其实感觉你台语嘛是讲了真古锥。我讲黑白乱讲。袂啦，就是，我定定嘛是黑白乱讲话。我有时嘛毋知影家己咧讲啥。人拢会想讲，人拢会看我讲台语，然后头我一边，想讲我去讲啥，我就是。现在头我一边。我莫去讲啥，我嘛毋知。头我一边啥物意思？看袂落去安尼。就是他的头也是会歪一边，然后就是看着你很疑惑的样子。毋过这听起来其实足古锥，对。对，敢有看过迄个鸟啊？伊的头若是安尼，足古锥的。迄是动物，若是想要听有你去讲啥物，伊就会试图歪头去听，了解人类在讲什么。你的朋友嘛是想要了解你在讲啥，所以其实是同一种行为。无要紧，因为我是土仔，所以我讲无标准，这无要紧。这正常诶。毋知影土仔敢会无？因为头拄仔有一只鸟仔，伊会食牛肉，所以我毋知影即摆的土仔敢会食肉。我会食。即摆真正是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嘿啊，毋过我无食香啊。无食咸。安尼甲我共款。无啥咧食咸，我家己煮较济，我若是会使，我以后是想要直播看看，就是煮饭，但是这有点难。对，这可能准备会较麻烦对无？嘿啊。毋过我相信就是大家应该嘛是足想要看。我袂晓煮食啦。我拢嘛食。我拢黑白乱煮，全部拢家黑落，安尼炒者。非得会使食。我加强结果。非得会使食就好。啊。有营养。我的口味嘛，比较淡一点，所以我也不会加太多调味料。安尼真正健康。我会煮食，毋过我袂甲我家己煮的，袂使食土仔，多谢。袂使食土仔，土仔古锥袂使食土仔。嘿。就是有听到吼，袂使食土仔。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子？我迄个同事有一句足危险的话，伊就是讲古锥的物件看起来就足好食，好食的物件看起来就足古锥，所以你爱细字。我也是莫介绍恁熟悉好啊，我惊讲你会危险。
是袂够危险。我一定要走较紧的哦。哎，我会举起我的手，开一边。OK， 该煮了安尼。不，伤恐怖啊！开始讲啊，伤恐怖啊。好啦。互相伤害啊。OK。新年的头一天就讲这种话题，哦，真正是。无拄则，打游戏已经开几摆。啊，原来是这种台。歹势我看到时间。袂。好。来宾会小气。多谢啊，无，搁有迄个上重要的吼，爱搭你的宾桌，互大家来订阅嘿。我即马甲搭伫开讲室，啊嘛，互你1分钟的时间，会使大力宣传一下。好，大家好，我是棉鼻。我平常时我伫 Twitch 直播，可能我是暗时啊7点还是8点的时阵，若是有需要会使去追踪我的 Twitch， 还是追踪我的 Twitter， 我会使咱个。我平常时就是食物件，还是耍游戏，还是支互游戏的怪拍死。辛苦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开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健康平安，平安，平安。多谢免比，好，安尼再会。好，拜拜。拜拜。好，对，安尼兔年就是爱熟悉咱新的土仔朋友嘛。对，又算 Hello Night。Hello Night 其实我嘛感觉是一个足趣味的 game。啊，毋过伫 Hello Night 内底真正是定吼怪物拍死，所以大家会使去看伊收购。好，咱来小解一下咱的先甲观众朋友小姐问，祝祝新年平安，新年快乐。好咱即位后一位朋友是上古水顶摆。差一点就互陈律师食去的恶魔红婴仔你啦，咱有请 ，Hello， 你啦平安，你啦，来你敢想要甲大家介绍一下啊？你家己。OK， 无好食这是重点无够大声，我甲你用较大声。安尼？因为咱丽娜是足温柔讲话足就是甲陈律师完全无共款的人所以会较细声是正常的。因讲即摆安尼会使啊？耶！安尼毋知影你啦，2022年敢有完成啥物？你想要甲大家分享的代志？我即马咧做先生。咧教人礼仪。无啊。无啊 ，OK。有人问讲你几岁人啊？问你几岁？你有看麦？好，请阿成要看麦。等下伊要了，我才甲你讲。有应该是你的观众朋友来甲你挨杀子呢。耶！知道啊，然后。陈律师讲你35岁啦。嘛是会使啦。嘛是会使，现在我都 just view。OK， 什么意思？
有人讲16岁，啊，同一个人佮讲85岁。其实问别人的迄个，问别人几岁，其实应该是一个做无礼貌的问题，对吧？所以，你若是无想要讲，咱就莫甲你啦免讲。无要紧，我是阿姑嘛呢。你是阿姑嘛？足侪岁的。所以阿姑嘛红鞋啊，甲人的红鞋啊嘛无共对吧？无共呢。无共呢。我300岁呢。你300岁哦。人的3岁干呐。所以阿姑嘛的300岁，就算讲人类的3岁。嘿。好，所以大家爱。对，大家爱注意，我唔知大家爱注意啥物，啊毋过，冠生其实即马嘛有想要来学日语呢。你要学啥？我要学啥？就是一开始就是想讲学唱歌啦，因为即马足侪人拢介意唱日语歌，嘛足爱听日本的歌，所以我就想讲。若是会使学，应该嘛袂歹。日语的歌哦。なんだっけ？50音。ござえ。音符。無音。あいうえお。あいうえお会使会晓。会晓，あれ会曉ならまいいよ。看有。じゃあ絶対你会当用迄个ニコカラ。日本語？日語的卡拉 OK。我知影有一个迄个网站，是毋是会当伫顶面？伊就是会教你伊就是会教你迄个一句一句。どれ？〇〇かな？对了，〇。あれいいよね。安尼。迄个足好诶。所以你嘛有咧用〇〇？安尼就推荐互大家，会使用看卖。嘛是会使去查迄个ニコカラ。ニコカラ。老诶。看到啊。迄个嘛会使。OK。安尼我。感謝。オフボーカー？就是無迄個。無啥甲有啥。對，我其實嘛會去 YouTube 嘛會找到一寡 off vocal 的。迄足好用的。對，我之前有唱迄個，我遮有觀眾朋友有甲迄個深海笑露。新開少女。新開少女。甲翻做台語，迄陣我都用迄個 off vocal，就來唱。對，足趣味的。你嘛愛唱無？即馬？無啦，毋是即馬。驚死！你啦，你伫2023年，敢有啥物新的希望、新的目標？我已經袂記我寫啥。敢莫我甲你讀。我寫啥物？你写啥物？好，我緊，我打伫迄個 Discord 內底。我袂記。我找一個。奇怪。我無開。無希望啊！無希望啊！哇，記憶無好。無希望。我會記你應該是。嘛是好希望。安尼哦，因為無目標，就袂有即個做袂了的問題。有夠巧嘛是會使。你若做愛講即句的呢，嘛是會使。嘛是會使啊！嘛是會使，聽起來足歹的，嘛是會使。不要緊，不要緊啦，袂死啦。哇 ，OK。阿姑嘛袂死啊。
哦，阿睏嘛袂死哦。啊，人个会死。哎，加在我即马嘛毋是人啊。耶！耶，拢袂死啊。我袂死，你无已经死啊。对，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死ている。哎，即句我嘛是会晓。哎，其实你的目标嘛是有几哪个呢？我即马大伫 Discord 内底互你看。哦。安尼大家拢知影，你咧看。啊，我有看白面，恁都敢知？诶，你感觉甲大家介绍你的病奇怪，咱听起来足奇怪。迄啥？迄啥？台语我袂晓讲，忧郁跟焦虑，耶！啊，无要紧，大家应该拢听有华语啦。好。嗯。所以我希望讲伊会当甲过几次。即马はもう良くなった。即马是稳定个呀。诶，安尼嘛希望会愈来愈好。好，你。何？干哪？诶，无你敢有别项爱？我袂晓读英语啦。哦，有人咧写英语，你袂晓读，我读互你听。伊讲 depression 就是迄个华语讲忧郁症。depression。可能伊台语讲郁症。哦。可能嘛会当讲郁症，啊，毋过可能无共款对无？应该无共款哦。いや、私日本語しゃなんか緊張してる。原来你会紧張。緊張的時陣會講日語。哦，緊張的時陣會講日語。所以我會變做台灣話。無要緊，毋免緊張，毋免緊張。遮足安全。敢還有迄個其他的目標，想要甲大家分享的？其他的目標，我想要做真濟翻唱，真濟 cover。甲伊唱歌。敢已經有想好要唱倒一歌？歌？深海少女。深海少女。哦，已經準備好啊。まだ出してない。また what？ また出してない。またもう準備？要咧準備是嗎？あれ準備。啊咧準備 ，OK。閣有迄個，你遮其實閣有寫一個，甲 Coco 有關係。學校？甲 Coco 有關係。Coco 我想要真濟 Coco。新年想要真濟 Coco。因為我的紅包，細漢的時陣會互阿母摕走。哇！敢有摕倒轉來？無咧。哇！所以即馬要家己來趁 Coco 的意思。嘿，我要家己趁 Coco。啊，會使。我想要做一張趁 Coco 的紅的。會趁 Coco 的紅蝦啊！哦，你看啦，人3歲就會曉趁錢，大家咧創啥？大家3歲的時陣咧創啥？對，我3歲的時陣，可能還袂曉講話呢。你敢有想要甲大家分享你即馬趁錢上主要的迄個？趁錢。好，你宣傳一個，你敢有想要宣傳一個？團哦，想要開始學語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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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
个人会当找我。即摆有咧做家教对无？嘿，即摆还有咧收学生？有，安尼请问爱去倒位报名咧？我会推特，所以我即摆先甲你我的，打啥？你打的是 YouTube， 嘿。哦，毋过你 YouTube 应该嘛会使连到你的 Twitter 对无？嘿，好，安尼我先甲你的 YouTube 打互大家，嘿，大家会使去找伊的 Twitter， 嘿，就会使报名上课，报名，互伊做者考考吼。好，讲到考考，阿姊讲，我会唱啥真想天花，天花都有一个question mark， 什么意思？天花的中指是我，原来是安尼。阿姊的中指是，这个阿姊的中指是我的中指是阿姊，天花的中指是阿姊。但你讲送的中指人是啥？我是同一个人，你是同一个人。我三个是同一个人。无要紧，其实我的中指人嘛，无，袂使后壁讲。是啥？是林冠希。这个是迄个马托六斯卡，就是我多了是个。冠星的内底是冠星的内底是冠星的内底是冠星的内底。安尼，有人讲无怪，拢遮尔高水吼。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ね。ありがとう。你头拄仔迄句ありがとうね，迄个律师嘛足定咧讲诶。ありがとうね。ありがとう。安尼看起来你真正是同一个人呢。哇 ，OK。有人咧问讲，迄个你日记有教甲偌困难呢？有人问你 N1 敢会使？N1 袂使，我即马咧咧学 N1。你要考 N1 嘛？我会使做伙读。会使做伙读安尼？嘿，嘛袂歹。其实我是管考试的，所以大家想要考 N1 的时阵，会使来找我拜拜啦。找你头家。对，其实是找我头家无毋对，就是你甲我讲，我就甲我的头家讲安尼。你刚在迄个日本台日本的日语台语怎么讲？日本。咧考试的进前会食猪排饭。会食卡子冻。卡子冻是迄个卡子。勝利的勝利。勝利迄个胜利的意思。所以伊咧食卡子冻，考试的进。我敢若知影做好食。好食。我想看卖即摆台湾考试进前，拢会食迄个啦，包啊，搁有包啊，甲迄个菜头粿、肉粽，对，搁有肉粽，其实嘛做好食。我袂食，迄好食哦。敢好食？拢好食，拢真好食。敢会互你只食？只敢会食？伊的一喙敢会？伊先阿姊。先阿姊，你讲伊一喙安怎？一粒？一粒。对，一喙可能毋当一粒。好啦，我其实嘛有准备礼物要送互你啦，就是，因为看到你讲想要有做者考考，所以有准备这招财猫啊。かわいい。对，这就是希望你啦，
2023年吼，大趁钱吼，大发财，耶！恭喜恭喜！我希望发大官啊！大发财！大发财！大发财！我袂晓讲台语啦。袂要紧，后摆甲律心做伙联动，也是甲我做伙联动，咱才豆豆仔学，豆豆仔讲就好。也是会使啊。反正我嘛袂晓讲日语。我会讲日语，我会当1時間ずっと日本語で喋ってもいいよ。反正就是你若无欢喜的时阵，会使用日语甲我骂，反正我听无。嘿，嘛是会使呢。ケイさん、バカ変態うるさい。这敢是毋免付钱就会使互大家听的？哇，大家趁着啊！救命！趁着，敢有趁着？趁着，这通常应该付钱才会当听呢。所以大家会使付钱互我。做伙发财。做伙发财。敢有真正？对啊。有哦。あと VTuber 嘛有。安尼后摆你会使教遐个日本观众朋友讲一寡台语，可能嘛真趣味。少ないか。人真少。人真少。我紧豆豆仔来，一定会愈来愈济。愈来愈济。我会当讲你。讲因日语，讲你歹话。好，安尼我会较认真学日语，安尼后摆才听有。还是我其实嘛会使用英语讲大家的歹话。嘛是会使呢。嘛是会使呢。楽しそう。安尼好啦，就是真期待后摆吼，佫会当甲你啦做阵来耍。应该有足侪机会啦。我是姊妹啊，姊妹会。对，已经爱甲大家宣布啊呢，就是我已经成功加入即个姊妹会内底吼，所以楽しい。ありがとうね、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累了，ありがとう。再会ね。再会，またね。またね。じゃあね。拜拜。安尼咱有请后一位来宾吼。这位来宾伊是上高唱歌的游戏精灵。无毋对哦，明明是游戏精灵，毋过专长是唱歌哦。咱有请咱的还袂入来，奇怪。哇，好，我的这位来宾，伊有伫我的开讲室。我来啊！等下你的图走袂出来呢，我看卖是发生啥物问题？有我的问题吗？奇怪应该是我的问题。救命！救命！慢慢来，莫紧张。OK，互你的笑声真正足像的，恁。无吧，我搁等一摆互你。好，感谢。我今仔日有传礼物来。你有传礼物来？那真好。我拄则才话。你拄则才话哦，太真好。我想讲，你讲我今日是今年是兔仔年嘛，我就画一个物件互你。哎呦！哦，我真正无想到会有人炸礼物来呢。Oh no！ 多谢啊！好，我收到啊，这好，安尼我得爱。即摆就放落，放伫这个头顶。OK， 即摆就递互大家看。姊妹的礼物。姊妹啊，才有诶。
OK， 多谢。咱会要帮其他两个话。大家人拢你有照大家人的无共的色。哎呀，我想讲，我要摕你的相片，然后就用你的头毛的色伫遐画。多谢，这足够水的呢。嘿呀。多谢天辉。我即摆嘛是土啊。够水啦。我即摆加入即个土啊家族。感谢。天辉，敢有想要甲大家介绍你平常时拢咧创啥？我平常时拢咧耍废。无啦，我的直播拢咧创啥？即马有咧耍游戏啦，嘛有咧开讲，嘛有咧唱歌，嘛有咧困互大家看着。食物件。我会记你有看过你开迄个困互大家看的。嘿，我想要困的时阵，再困互大家看。OK， 嘛袂歹啦。安尼毋知，对，汉鸡仔好食。好食。牛肉嘛好食。OK。我旧年才开始食牛吧。是哦，你是厝里有规定，就是无妈妈讲袂当食牛肉，因为长辈咧种田。对，即种足济。其实后来就我甲你讲为虾米我会开始食牛肉，就是因为我有一阵嘛，足衰。然后我就讲，我就无食牛肉，哪会遮尔衰？我迄当阵同事就甲我讲，你会当试看卖负得正啊。我就开始食。咁真正有效果？敢若有，我毋知是毋是心理作用咧。安尼其实嘛袂歹。加一寡物件通食。袂歹，可能你食牛肉，你心情就好，你就搁较顺利安尼。嘿啊。对，其实惯性嘛袂使食牛，毋过。也毋过你嘛是。对，我嘛是食牛肉解晕啦，拢是为着解晕啦。嘿啦。一定是安尼。嘿啦。安尼天辉，你2021年敢有啥物家己做骄傲完成啥物代志，想要甲大家分享的啊？就是我满1000电话，搁有梳理好成功，搁有甲陆星同齐唱歌，考了成功。对，多谢天辉，甲迄个啥物？我袂记得我同事的名啊。无啦，就是多谢天辉名。对，多谢天辉名，陆星无重要，拢是天辉。陆星袂记家己是陆星啊。陆星送啊，无熟悉。有够过会。常常讲，等下要去看陆星的直播。陆星讲多谢天辉甲天辉啦。OK。好啦，毋过真正恭喜呢，就是过收益，就是无简单。我嘛做替天辉欢喜的，因为即摆咱是好姊妹啊嘛。毋是就袂晓欢喜啊？无，毋是这个意思，就是更较欢喜。我知，更较欢喜。哇，有人讲辉弟是同一个人嘛？系啊。多谢家己，多谢一个就是多谢全部人。所以天辉你的中之人到底是你啦，是律师嘛？我的中之人是你啦，毋过律师的中之人是我我的中之人是你啦，你的中之人是律师，这是一个 circle。It's a circle of life。OK。哇！袂输阁会当看到律师的老花。我嘛敢若有看到咧。我嘛来
敢若有看到呢，奇怪，哪会安尼的？足奇怪。哦，伊等下就位楼骹，哦，来找我算笑啊！哇，我袂输过会当看到伊，伤济啊，伤济啊！好啦，毋知影天辉2023年，敢有啥物想要达成的一寡新的目标？其实我嘛袂记得我写啥，我只是哦，只有会记得我写迄个，我想要。哦，真正是感谢啦！我是写我要买5000个电话嘛，应该是，我嘛会记得。有够济，啊，毋过想要试看觅，无嘛不要紧，对。哎，若准无，嘛无度安怎？无法度安怎啊，就是继续加油。会使啦，会使啦，天辉遮才情。啊，无啦。哎，天辉唱歌真正足好听。是你无去嫌啦。哎，透可能去嫌，遮厉害对无？金门呀诶。对啊，哦，咱的感情哦，铁牌哦。嘿，铁牌。铁牌。敢要有别项目标想要分享？我袂记得，哦我只有记得迄个尔，其他是啥？我袂记得。偷甲你讲，我有搭伫迄个。我看，我来。哦，想要做足侪创作，那就是想要写一寡歌，哦，写一寡歌。嘿，呱，呱。啊，想要用我的歌写，互大家感动，互大家想到艰苦的代志，会当用口来释放出来，or something happy。or something happy。哦。嘿，就是会当互大家共感，安尼讲，共感，会当甲我有同款的感觉。对，这其实我感觉嘛是，做互人感动的一种方法，就是互人知影有人甲伊有同款的感觉。安尼我会做期待呢，我会做期待听到你的作品哦。好，我加油。你加油！安尼互你压力啊？没啦，就是要有压力才会当去做代志啊。我就会规工拢当伫咧面床顶下面拢看。你就一直开迄个困互大家看。我要困啊，大家，我要困啊。OK。嘿 ，Ruby 晚安。大家晚安。嘿，大家晚安。有人。我袂晓客语。哦，安尼就是写台语有机会咯。有。哇，搁较期待啊！我若有想法就会写啦。好，袂歹。你有一年的时间会当豆豆写？我有一年时间。敢需要嘛？送你时间？嘛会用诶。嘛会用诶哦。用足侪时间来困。哦，我就是用足侪时间来创代志。我就是你头拄仔要讲足侪时间来创作，我有够感动啊！你讲出来是。想讲真有精神咧做代志啊！嘛对啦。迄可能是为着行搁较长的路。嘿啦。咱天辉想要行小长哦，所以先困40点钟才讲。小长。对啊。好啦，其实你遮个有写，你拢有讲着，你拢有讲着。我拢有讲着。哦，好，安尼，我其实嘛有准备礼物，要送互你。真尔好啊！对啊，这项有较奇怪淡薄。奇怪啊？为啥物我会奇怪？无，就是我嘛是有咯，我嘛是有认真咧，我搁摕着时间啊，救命！时间都想要互送出去呢。时间伤济哦。无哪有，毋过我是迄个时间魔法师有影啦。
哦，对， ，Dream Diary，无毋对，就是因为听讲有足侪人伫迄个做面梦的时阵，就会得到一寡灵感，嘿，有较侪新的想法。我就想讲，互你会使甲伊写起来吼，啊，反正你就会当捡到足侪灵感。诶，若我有面梦的话，我就会甲伊写起来。诶，好，期待你的新作品。若我面梦着冠轩扮作兔女郎，我会嘛会甲伊写起来。啊，电脑咧写做一篇迄个小说，互大家看是毋？哦，嘛是会使。毋是有一个作品叫做啥物兔女郎学姐嘛？迄个青春猪头少年。哦，迄对个兔女郎学姐啊，就甲伊改做是青春古锥的精灵甲兔女郎冠星。OK， 哦，有人开始在敲碗，有人叫你来写，救命！我会写。有人要甲你买呢。哦，有相机啊，有相机啊。太大机。冒死啊，会使，嘛是会使。用纸本啊，趁钱。无要紧，为着钱无来牺牲，这无要紧。对，多谢天辉。无啦，真正会使写啦，无要紧啦。好啦，看待遮尔啊，期待。哦，你意思写两句嘛好。两句伤少啊啦，巴肚枵啊。巴肚枵，想到熊要讲巴肚枵。哪会巴肚枵？对，啥物意思？听着我扮做迄个先埋。等下就会。等下就安怎？到 YouTube 变掉。甲伊画出来。哦，救命！哦，嘛是会使啦，嘛是会使。哦，人问讲敢莫授权费用？敢买。咱姊妹啊，迄个感情吼会使犹太啦，就200万就好，200万就好。没啦，200万差不多就是数学无好，就是40万版的50块啦。无啊，讲笑。写这毋免授权哦，会使写。遮尔好。遮尔好。就是遮尔好，无毋对。为着互咱天辉发财吼，会使。啊，今仔日实在是有够赚的啦。有够赚，大家拢赚着啦，大家拢赚着，我伫个恁拢会赚着。多谢天辉。顶摆的50块嘛是安尼。哦，你加等几摆50块，互大家欢喜。无啦，讲笑。安尼，我要来打一个天辉便当互大家。你会使，互你1分钟，甲大家好好宣传你的便当。我用国语。会使。介绍我家己。会使。我咧记迄个台语安怎讲？没问题。由四片真奶彩虹没有气泡游戏的精灵，我最萌。大家好，我是七彩天辉，哥哥在阿妈诶。会当叫我天辉就好，我的频道无啥。有人安尼讲？拢是直播甲唱歌甲一点点仔奇怪的物件，每一届的杂谈拢有奇怪的物件出现。你想要知影有偌奇怪，就爱来看。我嘛有Twitch，毋过我的Twitch是突发不会留档，嘿。我的Twitch就是毋是我本人啦，是互奇怪的物件占据我的灵魂的时阵会开Twitch。OK， 听起来有淡薄恐怖。袂啦，就锵锵的时阵啊。OK， 嘛是
着嘛是古水的腔啦。无一定啦。无一定哦。我已经甲你学了啊，你无要紧。哦，你做搞宣传。哦，无要紧。哇，你若讲你无宣传着家己的频道，哇，救命！安尼敢是互伊一个机会转来。你若搁转来一个。你会使搁转来一个，互你1分钟宣传你的退去好无？好。你若即马嘛有伫 YouTube 直播啊，大家莫袂记去看。对，大家一定爱会记。伊个有迄个出 cover 伫 YouTube 顶管，会当去听，足好听诶。对。哦，有人讲你的杂谈吗？足奇怪。嘿啦。嘿啊。我嘛感觉我本来就无正常吗？应该是了吼。嘿啦，特别就是无正常的意思，无正常就是特别的意思。特别的意思。OK， 好啦。应该是安尼。今日足欢喜邀请到天辉来甲大家分享。嘛足期待。真欢喜，当来食。欢喜，期待后摆会使继续有其他的联动。好啊，一定的。这鱼仔我着一直留伫遮吼。好，要安怎用就安怎用。多谢。安尼，咱来邀请后一位，天辉再会。再会。好，安尼咱后一位啊出现啦。欢迎。等下我要袂小解你。这是位日本时代来的，听讲会晓写 BL 文学家幽灵对无？对。欢迎。晚安。免讲，无要紧。我的台语开做排了啊！我听到前面的人所有都讲台语，其实我原底嘛想讲，应该毋是逐个人拢会安尼转台语。是啊。无要紧啦，你做幽灵做伤久嘛，就是有淡薄仔袂记对无？我就袂记啊。无要紧。无啊，庙讲无讲袂使 BL 啦，应该无啦。回弟庙讲我嘛无咧听吼，所以。袂记你讲你的名吼，是咧。这位是咱的千娇。我去查了。应该是叶千娇。叶千娇。你敢若介绍一下你平常时拢咧做啥物代志？我平常时咧做啥物咧？我想看卖哦。我甲园长看别人谈恋爱，恋爱综艺，然后开哄睡的那个讲《三国演义》，最近是《三国演义》，然后会玩宝可梦 Switch，然后偶尔跟其他人玩。那希望周五可以开新闻，讲新闻。安尼嘛袂歹，会使讲世事，互大家。BL 的部分，敢有需要宣传？我伫 Twitter 看到你有咧写文对无？我有咧写BL 的部分，我想要伫今年拍影片，做影片去介绍那个 LGBTQIA 的电影，然后跟 BL 的小说漫画。对。然后其他是写就是千招自己的故事，聊斋改编的系列，然后还有那个超展开的童话的 shirt 这样子。
做一些影片。哦，期待。其实咱新销嘛有一寡足爱看 BL 的观众朋友啊，因会掠咱的代理人来做一寡写一寡奇奇怪怪的文章吼。无啦，冠仙加乌仙，我毋知影。唔知。无啦，上主要应该毋是我甲吴星，是吴星甲另外一位啦。哦。想袂到新年的头一天，竟然爱甲大家宣传吴星的爱情故事。吴星甲别人真趣味。有人问讲，你鸟啊，叫做啥物名？这只叫布丁。够水呢，这个名。够水。我有饲4只鸟啊。敢莫甲因宣传一下，还是其实毋免。choco 布丁，然后普洱跟草莓。拢是食的呢。拢是食的，我真爱食。安尼后摆联动爱说的字，就是阮遮有一个同事足爱食鸟仔的。鸟鸡会使食，鸟仔会使食，但是鹦鹉袂使食。你是有即个差别对待？嘿。OK。哇，伊讲好食，危险啊！好食。好啦。就是请教你2022年，就是敢有啥物伟大的成就？毋是啊，就是想要甲大家分享的一寡你有做到的代志。我其实忘记我填了什么，但是我重新写了。没紧。按照问题重新写份，我觉得就是我可以出道了，还蛮好的。然后就是这是我全新的没有做过的事情。对。好。耶。好。安尼。对，大家真正拢会袂记劲，无要紧。其实今仔日我一开始嘛是足紧张的，其实我一开始嘛是袂记得我要讲啥。对，好嘛想要问你，就是2023年，敢有啥物新年希望啊？我有做那个 vision board， 然后所有的都有写在上面。那主要是我想要做台语的 UTAU 音源，然后就是有点像那个初音那样子的，就是可以让大家使用的那个声音。对，除了对我会用台语歌较方便安尼。就是可以用我的声音去唱那个歌，然后就是做自己的原创影片，然后还有收益化，希望可以收益化。这其实嘛是我的目标，不过我头拄仔无讲，我嘛想要趁钱。想要趁钱，趁大钱？无毋对，对，头拄仔千姐有讲到，你有做迄个愿景榜啊嘛，就是 vision board。对，就是歹势我袂记你倒一工，前2工对无？拜5的时阵有甲大家做伙，千姐有甲大家做伙做，毋过迄时我咧开台，所以我无做伙。大家会使去波动吼。对，迄嘛真趣味。会使做一个，好，可以做一个给自己。迄就是互大家新的一年会使看到家己的愿望，对无？就是吸引力法则。就是很多很多的正能量去肯定自己。就较会完成你的迄个梦想，对无？就较会完。我其实想要找你的迄个 vision board， 看敢会当带来互大家看，你感觉安怎？会使啊。会使互你甲大家小解一下。会使，但是
但是我的观众，讲就歹的。我感觉袂啊，其实我感觉，其实我真介意呢。无，Vision Board 应该是安尼嘛，就是无共个图啊，甲搭做伙。我嘛毋知我咧讲啥，就是我感觉好看啦，其实。你会使甲，对对，嘿。会使看做伙。对，其实青椒嘛有邀请我来做一个 Vision Board 吼，啊，毋过我要袂做。我见我这两天来，嘿，2023年都可以做。哦，安尼，我会使拖到迄个明年12月嘛，袂要紧。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互家己一天的时间。嘿，对。到底创啥？现在无爱做2.4的就好啊。好啦，讲笑。嘿，对，好。我甲这个收起来吼，收起来啊。好。耶。下面是影片式，影片式就是比较少直播，多一点短的影片，像一般的 YouTuber 那样。毋过其实嘛是会使拢做嘛，就是会使有做影片，嘛有做直播嘛是会使。我是有拢做，但是我想要就是直播少一点。想要做较侪影片。对，因为直播时间比较固定一点。我不喜欢固定时间要上班的感觉。原来是安尼。嘿。较自由啦。对，较自由。嘛袂歹。对，好。安尼，还是我先甲礼物摕出来。会使啊。我想讲因为我的礼物拢是有照大家写的迄个新目标来准备的，所以其实我会当做一件足残忍的代志，就是你若是想袂起来，你写啥，你爱讲甲迄项代志，我才会当甲礼物摕出来。无啦，讲笑。我讲。无啦，讲对吗？应该嘛是有啦，就是其实你头拄仔有讲，就是你有写你原创的故事嘛。对。所以我就想讲，咱写故事吼，会使用到的物件。拍字机。我介意。对，有迄个时代感吼。送你一台拍字机，你会使。太好了。对，写你的故事的时阵会使用。感动。现在开始学头前的来宾讲话，其实这嘛介好笑。ありがとうね，因拢有一个呢。毋过我即马还无发现着青椒敢有啥物话使，就是一直讲的话，我还无找着呢。对，话使。对，话使一直讲，话使一直讲的话。的话啥物袂使的话？袂使就是迄个咱有的人讲话会有一寡，就是做惯势一直会讲的词，叫做袂使。我的腔吗？应该较像是迄个华语是讲口头禅。迄种物件，叫做袂使。对啊，你较无呢？我无呢。我会一直讲然后。嘛是有。其实我家己嘛，毋知影我家己敢有啥物会使，大家若是有发现，嘛会使分享。袂使，会使。会使的。学到。豆豆啊，甲迄个袂记一个，袂记个，会知你。豆豆啊，去倒来吼，
，Q 等来。你是日记嘛袂记得吼？嘿啊，我日记嘛袂记得，我听有一点嘛，但是我就袂晓讲啊。哦，我是，不，我袂晓日记。但是你的英语足好的呀，我的英语嘛歹去，因为我学德语啊，德文的发音的方法跟英文是不一样的，然后我把两个混在一起，也是歹去。无要紧吼，我有一个同事，伊啥物拢会使揽做伙吼。伊的英语、日语、台语、鸟仔话，对，伊会晓讲鸟仔话。对呢，对，伊会晓甲鸟仔讲话，伊会甲伊出海信的时阵，就甲大家分享伊甲孔雀讲话。所以有机会嘛会使找伊甲你的鸟仔开始讲一下。好啊。毋过爱说字吼，伊真正会食鸟仔，所以无好食，无好食。毋过因的名拢是遐好食的名 ，Oh my god！ 无好食，袂使食啦。袂使食，真正会伤心吼，袂使。袂使。好啦，观众朋友发现我的话使啦，其实我会讲迄个，你搁想看觅？咧骂人的时阵，我拢会安尼讲。较歹。对，生了古水拢有危险吼，咱即个单律心足恐怖。对。好啦。好。安尼个重要的代志，就是会使宣传你的频道。我来搭你的 YouTube 互大家。当然，来，互你1分钟大力宣传，用啥物语言拢会使吼，日语、德语嘛会使。好，我现在希望大家帮我多挂一点哄睡台，或者是挂我现在说一话的丫丫睡觉台，因为我还差很多个小时。然后另外，我的饭友预购中，我的饭友很可爱，大家也可以来。然后还有希望大家一起跟我做愿景版。好 ，over， 谢谢大家，谢谢关师今天邀请我来，多谢请教，感谢，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请教新年快乐。期待看到你的搁较济迄个影片。好。无影片通看的时阵，会使挂伊的台。对哦。还有人讲客话，神王太假。神王太假。神王太假。其实我也袂晓讲客。嘛有想要学啦，其实。好。对。好。期待后摆。过来，后摆可以一起玩。算什么？算啊是，拢会使。可以玩新杰厨房。我还无算过呢。Overcook，很棒。足期待，就是会使，头拄熟悉到玩家安尼。对。期待有机会当甲千椒玩家。好。多谢。多谢这个在前熬写故事的千椒来。安尼咱欢迎咱后一位，来自高原部落铁地家族圣公教会牛头人 Paladin 阿明，咱扑个声吹落，徛伫我头前，甲我炸掉啊，歹势。我足介意你的笑声。大家晚安，大家好啊！我是来自高原部落铁地家族的铁地阿明。即马隶属于迄个圣公教会的迄个帕拉丁啊，
大家好，大家阿妈妈。好，这个你的声上好听，所以我雄，唔知要讲啥。哦，对，没啦，无要紧啦，你想到就讲，想到讲啥就讲啥，无要紧啦。你若讲话题啦吼，你若话题了要来直接问问题啦，拢无要紧啦。其实我感觉开讲就欢喜就好，欢喜就好。真正甲阿明开讲，我感觉真正都舒适的，对。所以无咱规气就是迄个问题吼，拢问咧，就来开讲安尼吼。可以啊，你若要讲咧拉比赛，我嘛拢欢喜啊。其实来讲吼，讲台语的话，我嘛是真舒适啦，因为我即马咧服务的教区吼，我即马服务的教区是伫南部啦。平常时甲咱的迄个教区内底，迄个教会内底迄个行政人员吼，甲咱的迄个乡亲吼，甲咱的迄个教会乡亲的交流的时阵，其大部分嘛是咧讲台语啊。无怪。有人讲要摕酒来吼，摕酒来，因为吼，这个开口吼，是因为听起来有较小可迄个小可江湖味啊。安尼哦，你若讲吼，台语若要讲较斯文的，嘛是可以啊。会使。我感觉阿明，不管是要讲倒一种的开口，拢讲较足水的。因为正头啊，咱头前有一遍是。头前你迄个算开讲吧，对吧？对。伊就算咱我会记得，咱都是你开讲就讲，其实台语这个语言吼是一个足水的语言啦。对啊。咱若讲台语的话，咱有若法度讲较斯文的嘛，但是嘛是可以啊。像咱台语若你讲一样物件。会熟个无？歹势，我讲了伤济，抢着你的台。无，我咧笑是有人讲要食你一支骹啦。后腰，对，真正。还要骂出来，真正。我做干辣椒，拜托诶。做干辣椒是无好的代志，你害我原本讲要讲斯文的台语，叫即马佫变江湖味啊！你知影？无要紧哦，斯文的部分我会使来负责吼。会使分工负责就对啊啦。分工好人互我做吼。好人互你做。变做丑咯，拜托我拍拉丁嘛是爱斯文啊，好无？拜托。会使。等有啥物问题好无？讲啥物食一支骹？拜托牛茶无人咧食好无？人若要食，爱食迄落牛肉有较好食的所在，你食牛茶。对啊，食一金甲头嘛，对无？袂使食啦，想食啥物？我原底今日是想讲找你来就是，无啦，讲笑啦。你搁安尼讲话，就有人要回本啊！救命哦！你刚才讲了，就有人要回本啊，咱两个就要回去做本啊。无回本，若是你敢有要抽迄个授权费，若是互你有钱赚，你敢会考虑？那真正咧考虑啊！真正是会使咧，我讲。哇！真正有通卖钱，我是会使互你话无要紧啊，毋过你爱互我钱啊。有钱好讲吼，有钱就好讲。但有啥物意思？本是一定爱。伊画了看了，伊个会甲你一支骹食去哦安尼。拜托莫，拜托莫。好啦，咱讲迄落台语较斯文的啦，迄落头前毋是讲着讲台语是足水的语言嘛？对，是毋是？对。所以迄时阵我头拄是要讲吼，因为像你若讲要讲一项物件吼，你若讲要讲一项物件乌吼，其实有一种足侪种的讲法嘛。比如讲乌蛇蛇，甲乌妈妈，甲乌金金，其实拢是完全无共款的物件，对吧？有幼路的一寡差别嘛。这样有一寡幼路的差别啦，所以变成讲，台语一寡你甲物件吼讲了足妥当的迄个方式吼，其实我感觉甲日语吼有较接近嘛。你若讲甲华语吼，佮差有够远呢。我个人是安尼感觉，因为华语你有一寡物件，你会感觉讲，伊会对一寡物件的讲法吼，较无遐妥当，拢是用足大概的迄种方式吼，去讲一寡，拢无够确实啊。我是感觉安尼感觉。对啊，就是
就是台语要直接翻做华语，真正是无法度啦。就是做者台语有诶物件，华语拢无。是啊。比如讲，咱有8个声调，华语敢若4个，即个。歹势，我加扫者，你等我者。哦，无要紧，你豆豆来。对啊，就是。歹势。像观众他都嘛讲啥物俄罗木节啊，俄罗木节嘛是无共款啊。对，因为头拄其实你是赶场来对无？你头拄其实有家己的节目。我是头拄甲我家己的节目先去到牵照起来，因为因为头拄我咧讲我家己的节目前，我是咧做我的迄个推特Twitter。我咧做我 Twitter 迄个500追随的迄个庆祝的节目啦，我念我的马修梅罗啦，念我的马修梅罗，无想到吼，原本传25个题目，结果讲无到14题我时间都无够啊，先想到话。爱分享啦。所以我尾啊，佫会做Part 2啦，若要看 Part 2的要看Part 2的再来看啦。爱去看。其实嘛有淡薄歹势，互你安尼赶吼。没啦，做感谢嘛，做欢喜的啦，来遮赞的。哇，真正做互我面子。因为来遮其实我感觉有人我甲我做伙讲台语，我做欢喜的。我嘛是。今仔日讲，甲足侪人讲台语，有够欢喜。欢喜。好，所以咱正事也是办的就是。想要甲你请教2022年，敢有啥物伟大的成就，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下？22年吗？对，旧年。旧年的成就开始做 VTuber 吧。我感觉是讲为 VTuber 开始这件代志，对我来讲是一个足大的突破，因为大成来讲，原本我对家己创作拢有足侪无够有信心的所在啦。我感觉家己拢做了无够好啦，还是讲有啥物烦恼啦？感觉讲这物件做出来，讲较歹听，讲做出来那屎咧，迄个够人要看，够人要听，谦虚啦。无啦，迄时阵就是因为未找到家己的方向啦。嘛对。所以尾啊，其实嘛是因为这2冬伫迄个武汉肺炎这个病毒的影响以下去接触到迄个 VTuber 的这个文化，对这个文化就开始感觉讲是讲足欢喜嘛，足介意啦。伊对我来讲有足大的一个救赎，对我来讲有一个免怎讲，对一个人生的一个解放啦。对我来讲，感动呢，讲安尼感动噶。当然咯，因为这是心内话啊，真正心内话啊。嘛是恭喜，就是顺利出道，真正足欢喜看到。其实我头一摆就是接触到牛兄的时阵，我就是迄阵你破文你嘛无用台本，毋过我就是我家己晓写台本，所以我留话就留一个台本，我就惊到用台本甲我会呢，就安尼就来熟悉牛兄。因为我是讲，其实这几冬来讲我其实足欢喜看到讲迄个会晓用台语来做创作的创作者有影，愈来愈多。对。这尤其是歌手啦，这几冬是歌手较多啦。真是有呢。是因为这几冬迄个歌手愈来新的台语歌愈来愈多了我会感觉讲台语的一寡方面的创作其实是会使愈来愈好啦。对，而且有的就是较拍较流行的啦，会互少年人较有趣味。当然啦，这是一定的啊，因为你若讲台语，拢是迄种老调唱演歌的，唱迄演歌的，迄无人要听。对，我嘛无想要逐工听。我讲演歌若要真正要较清雅咧爱搁差不多爱过10冬啊20冬。演歌较会较迄落较流行，像迄落像即马做者少年人拢咧听迄落日本的 City Pop 有无？有对。像迄种感觉吧，因为迄个时代 City Pop 是迄时阵咧流行嘛，搁尾搁前一段时间有无 City Pop 感觉讲你听这对，特流行，对吧？对。
啊，歹势啦，较歹势，甲观众朋友讲一下歹势，是因为吼，恁若要拍台文吼，我罗马字我看无。哦，不要紧，豆豆来啦。罗马字我看无啦。啊，敢若甲你读？可以啊，可以啊，因为你若讲罗马字我看无啦，啊，你若讲拍迄个正台文吼，我是较看有啦，歹势啦。甲大家回一个歹势咧，嘿，我先讲迄个学落啦，就是这发音嘛，真细正哦。讲你的发音做细，发音做细正诶，嘿，做感动诶，嘿，无啦，这开口嘛是因为来到南部甲豆豆学啦，因为我原本是嘛毋是讲台，是讲因为阮是迄个牛头人嘛，牛头人本身就无咧讲台语啦，是讲因为遐乡亲啊，乡亲有咧教啦，有咧讲啦，啊，甲因斗伙，啥物啊，斗阵做伙讲台语，啊，讲久来就开口啊来，开口就较对啊啦。对，加讲啦，加讲就会有吼。对，无毋对。语言若要讲了水，听了对，爱加讲加听，爱练习啊。有影。我讲英语，我嘛毋是出世就会讲啊，对无？当然啦，对啊，当然啦。头拄有一个伫遐讲迄个演歌，互你想到迄个冰冰姐迄个 First Love。你敢有咧听？因为你讲到 First Love 吼，因为我前啊做迄个共同看电影迄个节目嘛。头先就是有咧做迄个看迄个 Netflix 面顶的 First Love 初恋啊。初恋迄个节目甲观众做伙看啦。拜托，迄个。有倒塔希加里迄个有倒塔希加里上迄个伊的迄条歌有无 ？First Love 真正有够赞的啊！你讲叫冰冰姐来唱，拜托啊拜！我感觉我无法度认同。OK， 你嘛是讲到足直接。无法度啊！要吵就直接吵落啊 ！OK， 因无你看这啦，无要紧啊。咱姑兄歹听的嘛无要紧啊，拜托诶。你都啊。算了。咱姑兄无咧温暖啦。唔免啦，免。做人都实在。无甲出工交就做好啊啦。哇 ，OK， 这真正唔免。等下我变调。好啦，其实 YouTube 可能嘛听无。今仔日其实上主要是要来问迄个啦，2023年，对，讲袂了啊！记咧，真正都够开讲诶。2023年，牛兄，无，我原底想要叫你阿明，毋过有观众开始叫你牛兄，我就对你讲啊。无要紧，恁大家爱安怎叫拢无要紧，莫叫我牛排就好啊。安尼咱迄个，毋知影2023年咱牛排敢有啥物啊？毋对，牛兄敢有啥物？随讲随袂记，一定毋是调故意。好啦，2023年咯，有啥物新年新希望，还是新目标有无？2023年啊，2023年我是希望讲我的台吼。迄个订迄个人数会使增加到1000人，会使顺利的收益化。有法度有一个正面的回馈啊！因为对我来讲吼，我对我的观念来讲吼，艺术创作吼是需要正面的回馈，尤其是咱莫讲。商业化吼，商业化拢讲趁钱安怎拄安怎，无，我感觉趁钱是一件最重要的代志。所以讲吼，咱莫讲商业化，讲拢钱臭味啊，拢讲钱安尼，无，我感觉是一个，你会使用迄条钱来支持你的创作者，创作者会使摕迄条钱吼去做愈好的代志。所以对我来讲，有法度达成1000人。定我的台这个目标吼，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希望啦，一个目标啦。啊，当然，若有法度找到迄个厂商吼，愿意来甲我赞助，我嘛感觉做好诶。安尼佫较好。
钱其实真重要，但是对啊，咱会使买新的设备啊，还是加食一杯咖啡，拢对咱创作有帮助嘛。当然，这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加食一杯牛嘛，会歹。袂靠，你害我差点仔错干辣椒。好啦，迄个就是我会感觉讲，尤其是吼，那是讲，咱即马遮个观众吼，那对冠星那是讲，那想要甲支持吼，上好嘛是摕现金出来支持，遮创作者会较好，因为你若要看因，那尾啊佫有愈较好的表现，也是讲对台语的创作吼。会愈有好的贡献吼，摕钱甲捡就对啊。嘿，牛兄嘛是啊，该捡，捡回收。还是我头拄伫我的频道吼，伫我的台吼，讲话讲咧啊，又佫有用一个迄个谈金属的迄个唱歌的迄个小用一个迄个。乌腔甲死腔的迄个唱法，用到我脑小可艰苦，歹势，所以即马拢咧加扫，sorry 啊，袂啦，爱保养啦，爱保养。好，无要紧，嘿，好，安尼是我以上的2023年的迄个愿望啦，希望啦，愿望啦，是安尼啦，是。安尼愿望讲线，我都应该爱甲你要摕出来吼。安尼我来，好，等啦，伫后壁救命刷来头前啊！这是迄个笔记簿啊，哦，就是听讲你有想要做一寡，或是甲台语有关系一寡新计划嘛？计划，对。新计划，就想讲，你一本笔记簿啊，你若是有想到啥物，就会使直接规划，会使甲大家招，无问题，谢，做期待，真正多谢你，我嘛真正做多谢，感谢，对，是讲，若讲到这个计划吼，我感觉嘛是会使甲大家人小讲一下，看这个合作以后有可能会使成功无，因为。其实冠星你是迄个企业式嘛，对无？对啊。嘿，你若讲企业式，歹势我可能迄个台语讲了毋对，迄个敢若毋是计划啦，应该计划啦，新的计划，计划，对，就是讲甲冠星看迄边会使合作一个新的节目，是讲尾啊看要来迄个。咱来介绍台语歌，互大家人用台语歌来学台语这是个希望啦。中央的话就是咱伫内底我讲华语，配合一寡台语，冠星来你就来帮我介绍台语，顺续唱歌呢。好，我听起来我嘛是真对这个节目组有兴趣。我回去就随甲表讲吼，就是。你看苗讲迄边有兴趣无啊？无合作嘛，无要紧。咱未来佫有足侪方式会使做伙来算啦，拢无要紧啦。这是其实是无要紧啦。系啊。对，我家己嘛做期待，使甲牛兄合作。大家应该嘛对。无我就是真正讲足侪摆，毋过嘛是爱讲。牛兄的台语真正是听甲足舒适的。是。你的笑声嘛是，定讲。有时阵嘛是会讲毋对，做歹势，因为我这台语都毋是母语啊，毋是母语啊，讲了毋对就真歹势啦，袂啦，头头看迄个观众，伊是讲计划，袂啦，你母语是迄个牛头人的话对无？是无毋对，安尼敢有机会甲咱教两句？这其实爱登去问长了呢，因为咱长了迄个部落的长了，伊较无介意人阮伫外口讲咱家己的语言啦。安尼哦。是，我会问咱长了，因为咱长了因家己是较保守了解。对，咱家己出来传教的家己出来传教，就是学对方的语言吧。安尼才有法度甲大家。报答就是讲咱教会的一寡理念甲思想，
嘿，所以变成讲，变成讲，咱家己骨头人的语言吼，爱问中了较法度啦，歹势啦。哦，袂，好，安尼就是，嘛是爱尊重，就是恁家己的文化，安尼有机会再来迄个。好啊，可以啊，我先问中了啦，中了同意，我才会使讲啦。好，无问题，无同意嘛无要紧，就是这当然是袂当勉强的。是，好，安尼，上重要的，咱阿明的频道，即马伫开讲室，答互大家来，请敢会当用1分钟，甲大家大力宣传一下。好，安尼大家晚安，大家好吼，我是弟弟阿明吼啊。我基本上的话，每一礼拜的拜一到拜五暗时的八点，暗时的8点到10点吼。暗时的8点到10点，拢是我会做放送嘛。我会放送伫我的台吼，我有放送我的节目啊。拜一到拜五节目可能我会小可无共款啊。我会做我的迄个一礼拜的表啊，迄个礼拜表吼，我会放咧我的 Twitter 啊是 Facebook。这两个面顶拢会使看会到啊！欢迎大家吼，有闲就来坐落来开讲，坐来细细咧，来甲我讲一下话，若无要紧。毋过我平常时的频道内底讲的话，拢是华语较侪啦，华语较侪啦。好，无问题，有闲就去坐吼，啊有钱就去摕去欠，摕去家己欠，好无？啊袂，哦，开始了啊！开始有法度开始收到钱了，甲大家拜托迄个赞助一下嘛，无要紧。这对咱台语，不管是台语的创作者，还是一寡 VTuber 的创作者来讲吼，拢是一个好的帮助的方式吧。尤其是咱会愈来愈好，都是因为恁赞助了，咱会使对咱的技术啊，一寡物件拢会愈来愈好，包括3D 啊，这些拢会使愈来愈好，嘿啊。好。嘿，安尼，做感谢，一寡超时吼，歹势。袂，做欢喜，讲做欢喜。好，真感谢吼，就是牛兄今仔日来遮陪我开讲。安尼，咱后摆吼有机会遮就是真期待后摆迄个新的计划啦。好，安尼，咱就准备有请咱上尾的来宾啊。谢谢，拜拜。多谢。再会。再会。好，安尼，咱上尾这个叫做优雅气质、三种素质、美丽窈窕，大家初恋的天使，可能要袂来。救命啊！来啊！咧台面啊，毋过我可能爱甲 Q 一下。无紧，我得咧。了解。你需要我帮你经历无？无要紧。无紧啊，好啊，我来走。牛兄再会。好，咱重新介绍一摆吼。毋过伊跳咧。跳无出来，敢是因为感情无够好啊？有好，无代志。哎呦，两米的是啊！哇！我不止跳没出来，我刚应该是就是断了啦。哇，咱的这个友情都安尼断去的意思呢？没错，我们就直接断了啦。Oh no！重新介绍一摆，优雅气质、三种素质、美丽窈窕，大家初恋天使是啊！大家破声吹落。大家好，我是恁IEC VTuber， 我是希尔，大家好。欢迎，嘿，好，安尼咱可能嘛有做这话会使讲哦，所以咱会使正事相办的才来豆豆开讲。好，食物件先食主菜嘛，对无？对，就是这种感觉。啊，头拄仔迄个牛排已经食了，即马那会无甲我请？无我去叫转来，无伊去无用啊。
太可惜啊啦，啊无我就会使食一个大的。哦，你想要食大地呢？对，我就介意食迄个牛排的大腿的部分。哦，伊的腿哦。对。安尼袂歹，我介意食迄个金架头哦，安尼咱毋免伤济。你食腿，对，你食腿，啊，我食伊的。你食下半身啦，我食顶半身啦。安尼，一人一半，感情才袂散。对，阮会使甲伊吃干抹净，对无？无救命，伊伫咧开讲笑啊！哦，念咪就是紧甲伊变掉，伊就袂使讲话啊。无伊阁有骗子，即摆恁大家拢有骗子。骗子的一个扳手有骗子应该是就袂使甲伊变掉。无其实会使，毋过。哎呦，莫啦，我阁想要甲伊合作呢。搬家属。哦，搬家属。Oh no！ 好。今仔日大家来宾拢得势一摆，救命！好啦，就是好，头一个问题吼，就请问你2022年敢有啥物伟大的成就，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下？好，2022，我头一个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大家都应该都听得出来，我是台语系教授嘛，大家应该听得出来。所以讲吼，我要出国，我要新租，我要成为全世界的台语第一人。台语第一人。对。歹势，敢会当佮讲一摆？我真正毋是，我真正毋是刁过伊。歹势，一定是我迄个耳仔无好吼。哎呦，真正毋是刁过伊。毋是。你咧唱歌吗？迄条好听呢。哎呦，真的哎，那首歌我最近很常听啊，好不好？哦，咱的迄个口味相共啦。对啊，不错。我有多常听吼？我大概有半个月，每天晚上都在听那一首歌啦。所以好啦，我讲中文啦，算了，好，没有啦，我在开玩笑的啦。不要紧。我笑死 ，OK， 大家都听得懂，对啊，你看我刚刚那样讲，大家也都听得懂啊。安尼你会使继续讲台语吧，紧啊。那我就是会，你的现在有多少？现在有25个人。你刚刚你的台有34个，从我开始讲台语之后。无，因是去听水，因去听水，因去放了，因念伊就转来啊。完蛋了，大家快点，大家可以一边在这里边尿尿啊。什么意思？都坐伫电脑头前安尼。对啊，大家可以不用在厕所上厕所，大家应该可以在电脑前面上厕所，应该没有关系吧？哈？呵，对，一般正常的人拢是讲炸手机啊去，你是讲啥物？伫电脑头前都放？哈？不是。大家要有一个新的概念，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冬天，你的每一分每一秒的热能都非常的宝贵跟可贵。你站起来这件事情就会消耗掉一部分。那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推行什么运动？其实这就是我讲了这么久，一切都是我的铺陈啊。我2022年就是想要推动一个事情啊，就是在电脑前面尿尿运动，这样你可以准备一个保特瓶都有，对不对？马克杯也有，准备一个专用尿尿用的马克杯，是不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呢？好，对吧？迄个虽然做歹势，毋过2022年已经过啊。没有，你们的时间错了，今天是2022年的12月31号，我们等一下跨年了，你不是开跨年台吗？对啦，
大家哪拢放袂记？当然就是爱伫迄个2022年上尾一天，甲大家分享新年的新希望，对不？对嘛？你看他都还特意打扮成兔女郎，戴兔耳朵，袒胸露背，对不对？哦，就是为了跟大家分享这个喜悦啦，好不好？大家小等爱记得吼，爱去迄个叫做啥？看年的会场吼，爱去拍吼，做阵看烟火。对嘛？袂当无去哦。对嘛？对不对？你看，就说了。好啦，奇怪，头多的问我们的第一题到底是什么？2022年的成就啦，你有做啥物最厉害的代志？好。这个真的有很多可以讲的。我的2022年很充实啊，好不好？我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最自豪的事情是我的2022年开始学会煎蛋了。哈？你是讲？想不到你是认真在讲哦？没有，我还是在开玩笑。想不到吗 ？surprise！ 我真正想无，真正想无。不错吧？袂歹。想不到吧？袂歹。我颠覆你的颠覆啊 ！Oh my god！ 胜利熊，胜利熊，胜利熊。可以，厉害了，我的胸。好了，好，正经了，好不好？我们正经，我们非常的 serious。严肃。严肃。2022年哦，不然你猜看。Open Verse Challenge。没错，哇，你好会猜哦！你怎么这么会猜？有人感情真好姊妹啊，对不？你是我肚里的肥虫哎 ！Oh my god！ 多谢吼，你常吃啥物我拢知影吼。哎呦，真的，真吃大便啊！好，我就是来让你尴尬的，又去。救命！头多问题到底是Open Verse Challenge。Open Verse Challenge。你无要分享对。要分享，对啦，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OVC， 我觉得应该不用特别多提，因为它占了我的频道的整个半年，这样就是整个半年都在处理OVC 的事情，这样。然后其实它比我预想中的还要多很多人参加。我本来第一届预想最多40吧。这个是不是？然后愈来愈多。对啊，我原本预想是40，然后最后成果出来是3倍120。恐怖，超可怕！而且因为我 reaction 只有排1天，所以我就是1天，然后每一个时段，从早上然后到下午到晚上，我都在 reaction， 超可怕。那一次超可怕。对，我会记得你迄个。你落尾就是 reaction 就听做唔那一天嘛。听做唔那一天。对，就是都无法度一天看好了，所以 Open Verse Challenge 2跟3就是。对，我就是把它全部都分开，没有办法，那个真的体力负荷不了了。以后应该嘛会愈来愈多哦。我是不确定啦，好不好？但就是有没有再更多，其实都没有关系。我觉得他的立场跟目的已经达到，就老实说，做到现在第4届，那会参加跟不会参加，该怎么讲？活动的名气已经不是很重要了，有没有更多人参加都没关系。就是到最后，就是希望那些真的喜欢创作的，可以再多试试看不一样的风格。第4届即马大概是这种，也会使到嘛？即马也有，就是即马第4届迄个 Open Verse Challenge，就是大家都会使去投稿。对，还可以到1月8号的12点截止。有人咧问讲，啥物人才会使参加呢？
那门槛其实很低，甚至说没有就是你只要有5个眼睛、2个鼻子跟12个嘴巴就可以参加哦。佮想看卖，无啦，就是会晓写歌就会使嘛。对啊，没有任何身份限制，大家都可以，好不好？这是大家都可以，不管你是狗、猫、马、天竺鼠、老鼠都可以了。啊，所以那是迄个喵啊，喵一首嘛会使。可以，我虽然有就是设主题，可是我在企划详解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其实老实说，对我来说啦，你今天切不切合主题，我自己是觉得都没关系。当然，我还是希望，因为它就是定了一个 challenge。但如果你想写，但你真的还不知道怎么开始，那喵玩一整首，我觉得也无可厚非，有没有关系？其实，就是自由对吧？对，很自由，真的很自由。好，迄个自由的女人，无，自由的女人。哦，来呀，伊来呀，来呀！哦，好啦，好，头拄是讲2022年嘛，啊，毋知影2023年敢有啥物新年的新希望？啊，新年新希望，不知道但我自己心里是有一个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那个愿望，应该说有2个，一个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还真想碰看万定天花板。啊，会使啦！哇，可怕，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有，一定有。好，有自信，有自信。对啊，我相信你呢。哎呦，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来找文昌帝君算账喽。救命！大家，我就把你的庙拆了，哦，不要紧，不要紧哦，不要紧，非得迄是庙公要处理的代志。哎呦 ，OK， 这个锅给庙公背，好，无唔对啊，太好了，看来我是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了。对，请庙公家己处理哦。OK， 太爽啦！你头拄仔讲有2个愿望嘛？啊，对。再有一个是那个关于 cover 这件事情啊，它比较不像一个真的你可以去直接做到的事，它比较像我需要顺水推舟一起去 push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都会讲原创曲，就是我可能有很多首原创曲，但它原创曲是比较正式的称呼，因为在这边大部分的人都是 cover， 所以其实他们总体来讲都是歌。我就是想要让大家有一个意识，是可以去 cover 哪个台 V 的原创曲的这个意识，就是大家的作品都有很多很好的嘛，然后也有遇过那些想要来 cover 我的歌，可是不知道我的歌到底可不可以，因为我上面写原创曲，好像看起来比较秋比较屌，但没有，它就真的只是一个歌。然后很多人来问说可不可以 cover， 但其实这个东西应该不太需要问，这样就是稍微想要让大家有一个概念，跟想要稍微 push 一下大家对于原创曲这件事情的那个门槛跟想法，它真的没有那么的神圣或怎么样，它就真的只是一个歌。我就是出了一首歌，然后大家如果有机会，我超级欢迎大家来 cover 这首歌，这样。对，所以新的一年希望家己的歌会使让别人 cover。对，就是也不能说只有我的，就我希望大家喜欢谁的，就去 cover 谁的，这样。安尼我做介意我家己，我是不是会使 cover 我家己的歌？可以啊，你都可以自己突带你自己的吼。对咧，我那定定咧做这种代志，真正是无朋友呢。真的是没有朋友，我天啊！你会不会哪天开始跟你的右手跟左手讲话？我天啊，好可怕哦！无早就已经。早就已经，难怪现在要装2只兔耳朵，2个新朋友。多谢天辉送我2个新朋友。哦，我是别人送的哦。对，别人送的啦，我嘛是有朋友的，好不好？哇，
你没有，你知道为什么他送你吗？因为他已经不想当你的朋友了，他觉得你这个朋友烂透，所以他给你2个新朋友，让他可以摆脱你。我给你摊掉，减一个加2个。哎呦 ，OK， 来，谁送的？那个你自己听好，他说减一个，无，天辉无，哎呦，天辉无，救命，救命！天辉，你看，你这么用心对待别人的下场是什么？就是这样，我们不可以傻傻的对谁都好呢，好不好？救命啊！今仔日是安怎？请你来啦！好爽哦！原来你唔是拆庙，你先拆散我甲别人的感情。没错，我一步一步侵略你啦，好不好？之后就是把你整个人拆掉。救命！奇怪，咱是有结冤仇呢？咱是有啥物冤仇？说不定是合作的时候，我看你不爽哦。没有啦，哎呦，没有啦。哎呦，讲到合作吼，会使。这个接球有无？真的哎，你好像很会丢接球哦。Ball Master。我唔知我在讲啥。Ball Master 有别的意思啦，你要不要想一下？你用英文思维，你想一下哦。哇，即马是你咧叫我，搁想看卖？你竟然摕我的话使甲我对付。哎呀，好爽哦！我劝你思想清楚哦 ，Pro player 哦。Master 啦，不是 player 啦。Master 啊，那更糟了哎。对呢。会玩，一个是玩到极致哎，哎呦，高级玩家，简称高。没有简称。好啦，无就是只怪你没有球可以接了，我把那个打掉了，我好糟糕哦。OK， 没有啦，对不对？就是这样子。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有默契吗？我们是不是合作过啊？对不对？合作过，迄个过是啥物意思？就是以后无的意思。哇，感情真正有这么差？不是啦，无啦，讲笑。先互你宣传你家己的频道啊。这个要先是不是？哇，很快。我原本想要进来的时候，先跟你说最后一个 part， 可以给我大概1秒。无互你表演一个啥物合作1秒。OK， 来，我要宣传自己的频道哦。阿姨 ，OK。好耶！大家敢有听甲足感动？对吧？一个字包含了千头万绪、千言万语。哇！我强要目屎都要流出来啊！真的，我所有的心愿都放在这一个字上的。谢谢大家。咱这个2022年的上尾一天，没错，都用这字来结束。没错，涵盖了你们的2022年，就是这一个字。哇！你学到了。既然你已经宣传了你的频道，好啦，好，咱是不是有啥物合作的物件会使甲大家讲？可以。就是咱有参加迄个嘛，红白叫做啥？红白领袖。对，迄个 VTuber 的红白新人秀，新人秀啦就是咱有写一条原创的歌，即摆真正足欢喜，会使甲希尔先辈做伙写歌，对，真正足厉害，就是那阵无啦，就是迄个咱后礼拜嘛，对，后礼拜，咱后礼拜，毋是，对，后礼拜，搁一个礼拜啦，就是。对，后2个礼拜，咱会有迄个，你叫做啥？就是迄条歌。好意谈。对，咱会有迄个叫做迄啲就是后日谈，对，就是我会甲小做阵分享咱
写即条歌的迄个一寡想法，佮有啥？其实咱嘛无成功好嘛。嘿，对，我们还没有谈完呢。对，佮还谈足久的啦。歌其实嘛还未写好啦。哦，对啊，我们还没发哎，哎呦。对啊，大家是毋是拢安尼时空错乱啊？对。好啦，无啦，就真正有迄个后一谈啦，就是甲大家开讲一下，讲咱写即条歌的一寡经过甲想法嘛。可以啦，1个月，我们做这首歌也花了1个月半吗？差不多。为一开始讨论到，到结束的话，有很多事情可以讲了，而且有很多小秘密啊。关正说他写歌的时候不穿内裤的。这听起来其实是无心的做的。不小心讲出来了。哦，对，他不是，他连裤子都不穿好了。安尼嘛，较差不多。笑死！救命！不，你是安怎会知影？这个较奇怪，好不？什么？不是啊，你都直接视讯啊？没有了，救命！危险！对，我等下和你的 fans 拍死。啊，不会啊，他们应该也会问说可不可以一起看？共享。哪种有附？哎呦，你流口水了！我想讲哪种有附钱，其实会使考虑啦。我咧想讲爱收偌济安尼。哎呦，大家听好了，你可以30块啊。我敢若值30块。要不然再这样子好不好？30块，然后要卖原味的话，可以加50，不错吧？50。50块可以干嘛？50块可以拿去超商换5个10块，5个10块很多我伫你心目中就敢若50块的价值。没有。无连50块都无。哎呦，你自己清楚就好了救命！别 Q 够好。好过分！好啦，哇，观众朋友说巧，讲会当换50的1块，好，多谢。你无讲我唔知。真的哇，这个你一定是台大数学系毕业的。无，以后咧读高中。哇，奇才，好不好？连这个国小就知道奇才。天才。好啦，对，回答就是后一段的迄个详细状况，咱可能明仔载还是后日都会宣布嘛。对啊！比较重要的应该就是后日谈当天会正式的，就是发歌啦。对啊，就是会有迄个咱的 music video。哇！你看这四个英语有够标准。道地的母语都不会想要动嘴巴。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会 Valley Girl 吗 ？Let it go。你会 Valley Girl accents？ Wow, your nails are so beautiful! Oh my god! You know, last night I go to shopping mall and that girl just stared at me. I can give it a try, but I do not do this very often. So, wow. Well, kind of good, you know. Oh, thank you. No, you too. You're cute. You're my bestie. Look at your little bunny. Oh, you're such an angel. Oh, thank you. You're such a dick. Okay. That's kind of sexual harassment, but okay. OK。回去拉黑。救命！无啦。其实咱嘛会使开一个专英语的。专英语吗？你英语袂歹呢？你英语？我英语袂歹吗？对啊。我甲你讲一件细细的，就是
不是该怎么讲？我每次开台都会丧失我的大脑，我就会丧失所有英语能力。okay. 我会甚至连自我介绍我可能都讲不出来，好惨哦。就是在这种程度，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这首歌很多英文，对不对？我老实跟你说，哦，一旦关台，就是该讲的都还是讲得出来，但是在开台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智障。好啊，你现在就是说我是智障 ，OK fine，that's okay，OK。Our friendship is just like no really OK。I didn't mean it. Explain it. I didn't mean it. Okay, explain it. 无安尼听起来就是咧吹借口，所以哦，没关系啊，塑胶姐妹啦，对不对？后一段嘛是爱讲啦，就是伫大家面头前吼，加做欢欢喜喜啦。对啊，等下下播直接封锁拉黑，封锁，生肖封锁。救命！好啦，嘿，佢哋就是礼物啦，无送你礼物。礼物。对，咱的礼物，奇怪，礼物伫倒位伫遮？100万美金。Speaker。伫你后壁，迄个。哦，我的天哪！难道是监听喇叭？无毋对。哇，谢谢你耶！好开心 ，I'm so happy. You're so sweet, you know. Yeah, I know. Really, you know, such a bitch. OK. 无啦，想讲就是要互更较侪人听到小的作品啦，所以就传一个足大声、足大机的，对，你就会使伫迄个半暝仔的时阵吼，甲转较上大声。大家人拢会熟悉你哦。真的哎。哎呦，佮有迄种这样子，嘿，都有人甲你载啦，迄种哦咦的。哇，那这样走路都有风自带音响啊？声音可以关掉吗？它声音关得掉吗？会使啦，会使。然后我想说，这样子我睡觉的时候我会吵到我自己的。OK。这个可以关掉的，好不好？会使，有迄个啦，开关啦。细心。OK。对，做大心的。好啦。今日就是足欢喜吼，邀请到足侪人。其实大部分拢毋是人啦，拢毋是人类吼。毋过邀请到足侪朋友，甲大家分享新年的新希望吼，所以嘛差不多要收啊。哎呀，那容我先告退啦，就交给你吧。无问题。大家拜拜，辛苦啦，拜。是哦，再会。好，这台我先放落。好，对，今仔日就是足感谢大家来听我甲足侪美酒的朋友开讲。来点名吼，大家今仔日听足侪，听足侪无共的新年新希望，毋知影恁敢有得到一寡启发？所以，大家会使转去写看卖家己的新年新愿望是啥？对，佫有上重要的，对，无毋对，新年恭喜，新年快乐！真正是足感谢大家伫2022年互冠生真侪支持。我嘛足期待，2023年会使有佫较侪特别的表演，互大家吼。好，安尼真正要来点名讲暗安啊。好，安尼咱来看卖吼。天辉暗安，高暗安 ，Ruby 暗安。累啦，暗安，全林 Iglos， 感谢你读，我嘛无确定。Mercury 暗安 ，YU 暗安，夏夜暗安，绿心暗安，阿翔暗安，落山暗安，落山兄暗安吼，乌香暗安，阿酸暗安，对，今日真正足感谢大家来，安尼。咱
明仔载对，打明仔载周表哦，明仔载有算一个 game 的海信，大家会使过来甲冠先看哦。好，美米安安，敢是新朋友美米，初见平安，伊璇安安，好，袂辛苦，今日甲大家讲话足欢喜，好，安尼就真正要甲大家讲再会哦，好，安尼大家再会。拜拜。